我刚忘记开麦克风了，你们现在有听到我吗？等一下，这怎么这么多杂讯啊？等一下，好，我回来了。对不起，我刚忘记开麦克风。我刚想说奇怪，我在讲话的时候音条为什么没有跑？我现在应该回来了，大家午安。我是一只用吉米尬练，然后忘记开麦克风的猪。昨天一直都是这么用的吗？哦，对，不要回来，马上走开。哦，对，那个是之前的一个梗。对，什么绿茶泡？我刚刚只是去浇水，然后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我绝对不要再把水放在外面了，然后一回来就忘记开麦克风了。没关系，反正同届还很少，没有人知道我刚刚忘记开麦克风，谢谢大家。然后就是刚刚有经历到我忘记开麦克风的那一刻的大家，可能今天都要被灭口了，谢谢。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你来看迪卡来去日本这台相片，我今天要来看猪猪去日本玩乐的照片，好不好？来，首先他娃娃いらっしゃい。然后晴天一拉下会好久不见吗？还好啦，就是6日没见。对，就是从日本回来之后，猪猪尽可能会比较希望有比较多的开台时数啦。但即使可能只有1-2个小时也好吼，最近都会呈现这种没时间开台1个小时也好的这种概念。但今天我觉得2-3个小时是没问题的。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是汤姆先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谢谢，感谢每次都帮猪猪编辑这些介绍文或者是置顶文，谢谢。然后建新的丢岛公安丢岛贺吼，然后花特比格伊拉夏大家午安，然后记得对有带回来他哇，我这不是带回来了吗？然后回来之后就忘记开麦克风了。好啦，你们帮我听一下。BGM 跟我麦克风的大小的 balance 还 OK 吗？对 ，OK 的话我就可能暂时不调整。总觉得 BGM 好像可以小声一点哦。我们今天轻松恣意的讲话轻松恣意的聊天。我看一下电先生有看错吗？不要回来，马上走开。对，就是频道很像从初配信之后，然后开始就有这个梗出现了。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可考了，但总之就是一直玩这个梗。自己高上伊拉塞，怀德比格，然后还有汤包哥伊拉塞，猪猪装完的水会不会不记得拿回来？有，我已经聚精会神的拿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后就忘记开麦。对，小狐狸好久不见，最近好吗？该开的没开，该关。他变坏了。脱逃先生伊拉塞刚来就遇到什么吉米概念主机嘛，谢谢。然后没有小喵喵，不是小喵喵，你不要被哥哥他们带坏了。对，乖乖的就不会被我灭掉了，只要乖乖的就好，只要够乖，对，就会秀秀不会被灭掉，知道吗？然后这样的话 BGM 可以小一点。好，谢谢他吧。我刚刚看的音条，我觉得我 BGM 的确可以小一点呢。然后是咯，你还记得把我带进来麦克风？是啊，记得把你带进来我这边。等一下，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是不是没有开那个？应该说我是不是没有关那个啦？我没有关回放，可恶！各位亲爱的时空旅人们，如果你们担心待会又不小心就是可能交错到其他的时间点的话，请务必要重整一下，请务必要 F5一下，谢谢您各位，谢谢大家，谢谢。好啦，我看一下哦。然后最近喜忧参半哦，也没有不好啦。喜忧参半是什么？喜忧参半的状况下，我觉得人生嘛就是如此，对不对？痛并快乐着吧，你各位。所以今天会被猪猪灭口。对，汤姆先生，你越是强调越危险哦。汤姆先生，你给我小心一点哦。都已经偷偷暗示。对了，我现在才发现怎样咬我啊！吉米赶紧长臭。
你看看我们右下的那个圆妥先生，对，我们右下的圆妥先生稳妥妥的，就是那个草完完全全的不见了，对。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们的那个应援金流基本上应该是正式可以使用了，而且没有意外的话，它应该是有成功串接到。那个什么哦，对，3枪，一整个忘记，它应该是有串接到3枪，对，只是我刚刚就是在忙 setting， 还有一些照片的收集，所以我还没有测试是不是3枪斗内的部分是可以成功串接到应援的，但是我自己有先测试过，就是应援，只有应援的部分啦，就是应援平台斗内是已经没问题了，对，那但是你们从3枪的这个平台斗内，然后选取应援的这个方式去做金流的这个串接，我不晓得有没有成功。我刚刚是有在后台做 setting 的，但不知道有没有成功啦。对，如果不嫌弃的话，大家如果想玩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就是那个坏的好人的什么什么，对，就是非常老舍。好了，不管是不是坏的好人，都欢迎就是使用你们健康的金流支持你们的推对，不管是3枪绿界 super 价或者是一次加个半年1年的高阶会员，猪猪都会非常感谢，好不好？感谢天君加入42个月的猪仔专员，而且对我看到这个里程碑，有想到。欢迎大家，我们限时6个月哦，从3月份启动，从3月份开始，我们150块的会籍是我们最近新增的会籍啊。这个是文化部爸爸替我们加码的会籍。那这个会籍的部分基本上就是从3月份起算，那只要你们有加入150块的这个台湾化猪主员以上都有哦，150块300主员，或者是我们最崇高的600块经理人，以及我们非常非常多元的。我们的盟总以及我们的仪式主们，对他们非常的多元，对，至于怎么样多元法我不好说，对，基本上都收得到我们文化部爸爸加码的这些小周边，那这个周边基本上会请我们小精灵在每个月月初做资料的统整，那资料在哪里呢？资料就是欢迎大家可能要自行加入到150块的会籍，然后到那个社群那边去找我们的贴文，就有表单可以填写了，这个表单填写要麻烦你各位自己填写，除了什么？除了我们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由朱迪卡帮您填写了那除了高阶会员以外，那我们600块的从高经理，以及我们的300块组长，以及150块朱主员本人，好不好？都要自己麻烦过去我们贴文那边填写一下，我们的什么社群贴文那边填写一下。对，因为之前就跟吴昕老师大概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的表单当然是可以直接提供给大家，但是因为本频道的大家说真的很忙碌，然后也是担心说有一些很可爱的观众，就是说以为只要填写就有的这个状况下，可能就因为太忙了，你知道吗？然后第一台可能只有第一部分，然后他们就以为说好，我填表单我就有了，好先填之后，然后就走了。一去不回头，对，然后就忘记加了。有些很可爱，有些他真的是填了之后，然后说要加，但是他真的太忙，对，可能有家事要接小孩，或者是临时，可能公司又出了什么包，一下子叭的一声就真的忘记要加入的也是有，因为大家都很忙碌，所以我们就干脆想说，好，不然就是我们就是以这个社群权限贴文的部分，让大家就是可能你150块加入进去。之后呢，那你自然而然就看得到我们社群贴文的这个权限啦，你就可以去填了。对，那至于用我们高阶会员、我们绿界的这个部分，当然是更是不用担心啦。你们看到表单也没有问题，因为朱迪卡会帮你们填写，就是这样子。以上结案，谢谢。好不好？所以我们现在150块的这个台湾话猪主员每次配信一定要跟大家好好哄嗓一下真的也非常感谢这个我们文化部爸爸的加持，以及我们吴昕老师真的那时候替猪猪撰写非常非常专业的这个计划书的部分。然后获得了就是再次获得了文化部爸爸的青睐啦，然后我们才有这个算是补助的这个部分了。我们在想说我们就干脆回馈给我们的会员的部分。对，因为当初就是过了这个补助的时候，我们也在思考说要怎么去运用这笔款项。但其实基本上我们想来想去，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收到比较实体的东西。对，当然可能我们拿来做一些奇怪的配信，你们也会很开心啦。我在想至于什么奇怪的配信，这我不好说。
对，但除了配信之外啊，我们就在思考说，不如让大家都可以每个月收到这些小礼物，感觉应该也蛮有新意的。对，而且说真的，每个月寄送真的是会比较辛苦一点。对，毕竟大家填单，那个小精灵可能又要做统整，又要寄货出货干嘛啊？也有可能尊爵不凡的你各位又忘记填单的当下那个怎么办之类的这些问题衍生。对，但是不管怎样，我认为还是希望就是这笔款项让大家有实质的回馈，可以拿在手上啊，超爽。对不起，吸个口水。对，为什么我要流口水呢？是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3月份的明信片家就胖有没有？我们骰子老师替我们绘制的这个木下风格的朱迪卡，对，那这个朱迪卡的算是灵感就是来自于春分啊。对，因为3月20号在3天过后就是我们的春分咯。对，那就是基本上在我们 LF 乡啦，每3个月就会有季节性的塔罗抽牌。对，也就是3天之后，我又要麻烦我们家妞妞妹妹替猪猪姐姐抽牌啦。对，那基本上不管是什么夏至啊、春分、秋分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 LF 乡群聚抽牌的日子。对，所以就是吴仙老师也真的非常细心的就是都有在每个月帮猪猪规划一些可能比较主题性的一些小周边，好不好？那欢迎大家都可以加起来我们这6个月能够回馈尽可能的回馈给大家这样子刚关刚下的啦咱刚相好的时间到家为止咯，把林姐醉嘞，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里程碑好不好？对。对，圆妥先生，我追一下大家里程碑跟那个我们的讯息，等我一下哦。怎么吉米干练长草？对，一起变到底变形黑 low 迪卡的概念是不是？可以啦，朋友们。但是他卤猪脚吃腻了，现在在玩什么？玩香菜，玩芋头梗。最近又玩到什么？最近又玩到了奇怪的什么凤梨？我们3月份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我们的当家总裁，我们的福利熊 AKA 我们趴趴熊替大家准备了这个莫名其妙，对，莫名其妙，对，非常莫名其妙，因为它有凤梨，对，莫名其妙的凤梨奶油塔，你知道吗？可以，老娘就是你们敢加我就敢做，而且老娘在试吃。对，我的厨娘魂可以接受再寄出去好吗？对，我还是下潜汤姆先生你给我回来。然后小喵喵谢谢加入第10个月的以世足总裁，很乖吗？10个月10个月对，已经10个月海囡仔都是菜菜啦，快点编他不过小喵喵我跟你讲，你听这的话你听这的话，因为我若是给他编掉了后，他也就送他会觉得被编是福利，我才不要编他。他也销送，你刚才销送。然后感谢我们福利熊 AKA 趴趴熊43个月以世足总裁。那基本上您各位就是算是眼睛业障重了，他怎么可能只有43个月？对，而且他这个到处送暖的这个寒冬送暖熊的那些送暖的那些月份总金额加回来，搞不好都要100岁人类了，你知道吗？感谢我们福利熊的支持，感谢非常非常用迂回的方式支持的朱迪卡的频道然后感谢我们汤包哥42个月的总裁，40个月在6个月4年，哇靠，时间这样走呢不会然后薄荷32个月，谢谢我们感谢也加入我们的童话猪组员的行列，谢谢薄荷，记得填单好不好？然后感谢九大肉哥，そして我追不到聊天室，然后九大肉也是我们的29个月的主宰专员。对，那如果说对于我们刚刚骰子老师这个塔罗风格的明信片有兴趣的话，欢迎加入150块的这个台湾话猪组员的部分然后这也是伊拉西看到妹妹吃芋头，等一下诺诺妹妹什么时候吃芋头的？姐姐太忙了。然后妹布爸爸伊拉下，然后水灵宝贝，对，只要是50元不是50元，对不起，150元以上会员都可以有文化本事，没有错，是的，好，水灵宝贝，好，谢谢午安，好，然后这样的话用后台抓资料应该就可以用了，连填表单都不用嘛。基本上其实对，没有错。不过因为其实我们也是考量到说，我们当初是有跟大家宣导说，就是因为例如像我们汤包哥，他可能就真的是不方便给资料的状况下，他可能就不会填单。对，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以表单为主啦，因为我们 YT 后台的资料是没有大家的个资的，是没有任何个资的。对，所以我们只能用表单去统整，因为毕竟表单里面就真的可能大家手机大名以及
您的住家地址之类的。对，那对于有些这些可能比较保密的，那基本上有一些会员他就选择只支持但不填单，这个也是互相尊重。对，因为像汤包哥就是本频道最神秘的大佬。我已经经营这个高阶会员大概快4年了吧？对，就是握有我们所有大佬的生成资料，生成有点夸张，对，不要说生成啦，就可能大名、我们住家什么之类的，我都好好的保存在我的小本本，对。但目前最神秘的，这就是我们汤包哥大佬。那我们汤包哥也说，这次150块以上，毕竟他是高阶会员，他说没关系，他就不填单，然后纯支持。好，感谢。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您就选择不填单也是 OK 的吼。主要是你想收到就填。好不想收到也没关系，都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看一下普西米亚老师30个月住在专园，凤梨不要，凤梨跟葡萄干很可怕，可以不要吗？我也想说这我们要知道我们讲的啊，我可以特别的那一碗，特别的过度我那一讲，这个人 N 属性来着对，没错。我们填表单怎么招去哪里？对，我们可爱的水梨宝贝，对，没关系。所以就是我们还是以表单为主啦，对，感谢我们蓝长官啊，那经理我们尊爵不凡的经理最崇高最贵的经理人欧安Loser 长官说到长官，我看到就是大家的那个什么。高阶会员的那个什么槟榔造型点心应该陆续都收到了，那么还有我们的尾牙的各个奖项应该也都陆续寄出去了，你各位记得超商的简讯不要忘了收是觉得不要宣传那个好像送的不够的样子。等一下，你不是不要，我不要，不是啊。那个不用再加码了那个我觉得凤梨跟葡萄干就是我大概每天如果吃上个5颗，我觉得可能会失去我的生命能量，对。但当然就是我觉得对，就是光是可能可怕的3叶牌葡萄干，我大概吃个1年还吃不完，对，要吃到发霉，然后发霉之后，然后就是整个肠胃炎，对，然后没办法配戏嘛，对，这可能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善的循环嘛，是不是？我们福利熊冷静我不要吃葡萄干，我觉得凤梨我还有办法，就是浅尝还 OK， 毕竟是水果。但是我真的觉得葡萄干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我不要，好可怕但是如果福利熊要帮我们加码其他破坏料理，不要怀疑我测试过1元可以抖但是3枪3枪好的3枪卡住了吧？3枪可能没有办法连上应援，好，那我可能要再回报一下。对，我这2天就是有跟应援那边的做可能一些什么技术上的回报吧，对，因为这2天串了一下，的确应援那边是通的，但是你3枪可能要走那个应援平台又会卡住之类的，不晓得什么问题好，没关系。所以目前他用3枪付款是只有办法走绿界，但没有办法走应援，对不对？果然是这样子好，没关系，就行安呢就暂时先这样子吧，对，没关系，因为应援其实基本上也是，如果说哪一天我们绿界又爆掉的话的其次的选择啦，对但是如果大家就是之后觉得应援平台挺好玩的，很蛮新鲜的，想要陆续抖那些也是 OK 的基本上就是几个平台就多开起来，然后大家想玩呢，想往哪投就往哪投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也谢谢他娃测试表单填起来，汤包哥你怪怪的午安爷爷，午安，然后我这一下聊天是太热伊拉夏然后我们41个月的以世祖总裁，我们那个他娃，我们41个月也是您各位眼睛业障重了，他已经是我们那个60岁的那个顺人类了对，我们感谢我们他娃的支持，目前占据我们年资第1大佬对，午安，我爱不是伊拉夏，然后就是说塞色的对，不要再重复可怕的那个什么鬼东西了，汤姆先生，然后。福米酱没有，うさぎ食べたことがないね，很营养，好，很营养，没错。我今年的生日蛋糕就是要做给自己，就是奇奇怪怪的一些奇奇怪怪的配方，还要做得很漂亮。要快速吃掉的方式就是把葡萄。不行，我这个也不行，长官太可怕了。我觉得葡萄干
我可以接受的是什么？有一种那种有加莱姆酒的那个冰冰的那个奶油夹心饼干，里面有放那个莱姆酒的葡萄干的那个饼干，我就可以接受。对，但是做的好吃的实在太少了，也是为什么我可能小时候没有吃到好吃的吧，所以会觉得葡萄干的味道就很恶心。对，可是我之后陆续有在台湾吃到一些很厉害的配方，就是说它里面有包葡萄干，然后里面是奶油跟一些莱姆酒之类的，那个夹心饼干冰冰甜甜香香的，那个我就可以接受，那个好吃对，好，不如就是之后的某一个月当家总裁，我就怂恿他，我们来做这个，我就可以吃了，我就可以就是放心的吃葡萄干了。葡萄干，我觉得它不是水果，它不是，它是加工食品。然后就不爱葡萄，不要，我爱不是不要送我葡萄干，我会死去，真的不是葡萄干，不是水果，那是假的。新城伊拉萨以前的什么报纸保健专栏有说葡萄干，好啦。铁质应该是有，对，但是糖分的话，有一些会有加工的糖分，我就不太爱吃这样。然后什么这只是一套的什么东西啦？不要，我要追聊天室，让我追一下。我讲，等一下，不要再讲啊！拜托啊！我觉得我福利熊应该是体恤那个猪猪那个原物料上涨哈，那就是把我们这次的那个生日的这个可怕的这个迫害蛋糕的这个原物料一次备齐了哦。我们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福利熊 AKA 啪啪熊，一定是这样子的吧？对，我们真的非常的温柔哦。因为把葡萄干当成什么药直接吞，我连吞都不敢吞呢，很救命。是上次合作的那款啊，对，类似那个我去年还是前年合作的，对，没错，对，好吃的，对，好好吃，对，差点忘了我有合作过点心，差点忘自己做点心都做到昏神了。那葡萄干不是，我觉得葡萄干打成汁不是葡萄汁，那很恶心，没办法接受。对，莱姆葡萄就好吃啊，沙琪玛葡萄干我也没办法，我沙琪玛葡萄干我能拿掉，然后给豚妈吃这样。葡萄干要加酒。是不是？虽然说我酒量好像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就觉得葡萄干就是要加一些酒，我就可以接受了。对，大人的味道，知道吗？好的，就是说自己的生日蛋糕里面，真的啊，燕燕已经成定局了，我们大佬已经对送过来了，已经送过来了，我没有办法逃了，而且我还要开台吃，你知道吗？大家伊拉塞，科技与狠活。追，音乐请下啊！对掉你的心啊！不是，我们今天是来看日本气头的相片，要去日本气头的相片哈。它原本那个蛋糕，你这不是？我觉得薄荷的蛋糕已经算是历届最和平的了吧？已经没有再出过这么和平的蛋糕了吧？女孩说不喜欢就。你们臭男生不要在网络上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沙琪玛一定要去掉葡萄干，不然我不要吃。沙琪玛不行，那沙威玛上面更不能有葡萄干，把它折断。沙威玛就沙威玛，好好的包肉就好了，加什么葡萄干，对不对？就是沙威龙都有出葡萄干口味的，我就买，怎样？真的有我就买，可以吗？就是我没有感动到流泪，我没有，超可怕！不要去葡萄干，不行，我觉得沙威玛不应该存在什么可怕的葡萄干，但是沙威玛上面可以有那个，我觉得果仁或者是一些什么南瓜子，那个就很棒，对，是不是？沙威荣。好，我觉得我很顺利的知道聊天室了，然后我可以就是甩开这个可怕的话题了。我们今天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去日本玩的照片，不好吗？你各位尊爵不凡的各位面线们，什么沙龙巴士不是？
好，我知道你各位收摊压力颇大哈，生活压力之大的好不好？对，就是大家都是这样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家压力都大，那不如一起讲干话，对不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看一下我们去日本玩的这个照片不好吗？是不是？什么奇怪的葡萄干，我们抛之脑后不行吗？在意大利人面前啊，没错，我总算看到一句比较中肯的留言了，对你。奇奇怪怪什么凤梨放在披萨上面，你们对意大利尊重吗？我跟你讲，最尊重的是加什么？加香菜，可以，意大利人绝对有肉口补，好不好？我们取代罗勒叶，一种天生的台味，随之扑鼻。我昨天看了一本披萨的书，然后我就好想吃披萨。我真是非常单细胞生物，好不好？我们凤梨不可烤，也不可靠，但是我认为披萨上面加香菜绝对是首选，好不好？我们台湾最美丽的花，好不好？非常具代表性。好事多的韩国沙威玛好吃哦，谢谢小喵喵，沙老巴什么大风的，是吗？是大风角色吗？呵，我知啊，您阿里都弄就大哦，点他来加工销为吼，我拢知。那什么加套啊是什么？什么莎莎呀啦？意大利爱吃输钱哦，你们有哦 ？OK， 很像今天是那个什么，另外一队赢了叫什么去了？哇，这次完全亚洲完全没有进去，就居然连日本都没有进去，我其实也蛮意外的。有烧菜披萨，我知道有烧菜披萨，好吃，一定好吃。不要再拍拿布鲁了，不要。披萨上加芋头吗？可以，香菜芋头之前不知道哪一个优秀的厂商有做，我记得很像是这个东西，应该必胜客会做得出来。必胜客常出一些奇怪的一些口味啊。宇宙大学环贝伊拉塞，然后之前有披萨店出过，是的，支持沙威，不要。等一下，为什么沙威玛？我觉得葡萄干很普遍，但是为什么会有凤梨干？可是说真的啊，我对凤梨干不讨厌因为，可以，凤梨干它是好孩子，它如果加在沙威龙上面的话，不是靠，都你们爱的，它如果加在沙威玛上面的话，我其实是可以吃的哎呀，这你刚吃哈？你怎么在吃披萨啦？怎么这么好？莎士比亚葡萄干。对，秦思也不爱葡萄干，我也没办法，是不是？所以披萨什么欢迎你，我不要，不可以。那把香菜插在凤梨上面可以接受吗？我觉得没有不行，其实没有不行。对，毕竟我们台湾的凤梨其实真的很厉害，而且凤梨的季节又到了，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菜单啊安排的真的非常，今天就丢席耶，下面是丢席，很迎合时节啊。我们凤梨季又来了，对，我们面线一定做足了功课，口口声声说要迫害我，但是其实是为了要一起跟我推广台湾农业之强大的。你们真的好温柔，谢谢你们，总是喜欢用迂回的方式欺负我，但实质上是关系以及一起努力，我都知道，好不好？我亲爱的面试们啊，所以说你们那个收到了槟榔造型点心了没有？我喝加了打天送不行，披萨上面有葡萄干我不行，完全直接倒掉啊！不是，我可能会请我家人把它吃掉，我真的没办法。神奇的讨论吗？我们还有更神奇的狗老板，还有超神奇的，什么都能聊，什么都能讨论。沙威肉不能吃，那有吗？那就都你们害的啦，知道吗？不要把沙琪玛加三色豆，好像也不是不行。快点，我要就要聊天室结束这奇怪的话题。猪队友凤梨没有啦，小喵喵，你不要被奇怪的哥哥带坏了。去找吃无糖凤梨干吗？我觉得果干部分我也都会选无糖的因为我觉得任何果干都好吃。对，但是我就是会选无糖。想太多我觉得我没有想太多，我觉得我扎扎实实的体会到大家的温柔，蛮好吃的要在薄荷你好好选字。对，我在转移话题。雅晨已拉下，我们感谢雅晨的回来，雅晨感谢回来我们仪式组
虽然说雅晨基本上感觉没离开过，我要给它丢奶茶里面，不要，不行！你怎么可以这样亵渎珍珠？我最爱的珍珠怎么可以被可怕的葡萄干做取代？下次处罚游戏就是吃葡萄，可以不要吗？不要！多多利巴斯，槟榔造型点心，有收到了吧？感谢迪卡跟他娃娃啊！也恭喜我们的内部宝宝。如果小朋友不排斥的话，我觉得可以让他尝看看，因为我觉得对小朋友而言可能会有一点点冰淇淋的口感。我在想啦，对，毕竟就是冷冻的，那你就可以先不用解冻，你就给他吃冰冰凉凉的。刚才讲说是芋头冰淇淋之类的，骗小孩。突然想到以前那个什么，水蜜桃罐头也好吃啊，对，那个橘橘的水蜜桃罐头，那个以前在吃蛋糕的时候，大家都抢着要吃那一块，我知道。葡萄干满汉成型，不要，我没有玩火，我很乖，对我很乖，我只是就是有好多蛋糕要做，对，我有非常多的蛋糕，对，今年要一一把它送出去，我觉得非常的欣慰，非常感谢大家爱用我们迫害的这个平台送暖，爱用我们这个迫害的平台相爱相杀，我真的倍感欣慰呢。没事的，没不开心就好，非常开心。不是不和你囤的什么？你应该没得囤啊？不是啊，要囤什么？应该没得囤吧？酒酿葡萄干萨琪吗？小喵喵你乖，小喵喵不要被带坏了哈。好啦，我们要来看去日本玩的照片了。再继续讲干话下去，讲到4点，我们那个照片都还没开始讲哦。好，然后感谢刚刚有帮忙测试应援科技的这个 Tawa， 或者是大家如果有想就是可能做个测试也 OK 的，但是基本上应援那边的平台是已经确定是开通了，只是目前3枪还是卡卡的吼。3枪的部分目前好像只有绿界是连接成功的，那这个部分我可能会再回报一下工程师的那边的部分吼。大概是这样啦，想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再续稿，就代表我觉得我非常人畜无害，非常真诚、善良、单纯，对，我怎么会嘲讽我们非常尊爵不凡的高阶会员呢？我觉得这当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吧。这个敬爱的我们雅晨，对，我觉得即使是误会也好，也非常感谢你们回暖，非常的开心，好不好？你说不是为什么薄荷也在囤？你们乖乖吃掉不好吗？什么泡菜葡萄干呐？不是明天有其他的配信啊！我忙到忘记出周表哦，救命！好，我今天配信完，快点要把周表弄一弄。还有那个，我们今天是我们超劲爆蹦蹦蹦蹦蹦总裁的生日，什么生日语音也要快点出去。什么日本有沙琪玛？其实我觉得日本应该有类似的点心哦。日本其实点心也蛮多元的。吃蜜饯吗？葡萄干也是蜜饯的一种，对吧？我认为葡萄干它可以算是蜜饯的一种，但是我不会主动吃它。但是我很爱吃蜜饯我现在在流口水。好了，来看照片了，来去看，来去日本佚佗的相片，我们在日本行，其实猪猪也拍了很多照片但是我想了一下要分享的照片太多了，所以我就选择一些比较重点式的来。首先呢，我觉得先从，等一下先从哪一张开始嘞？先从好，我们小港机场每次都是从小港机场出发的这个状况嘞。小港机场有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算是装置艺术吧。先讲这个，它其实这个装置艺术是一个干嘛点？氛围的台语怎么讲啊？一个干嘛点的氛围好，好不管它就是一个我们以前小时候会看到那个杂货店的氛围，而且它真的弄得非常的台式。然后我这一次啊。我只能说我们这个特选生炒专业精通，但是没有提到任何槟榔的这个槟榔袋设计之好的，再次感谢牛妈。
非常感谢牛妈，好不好？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地道。对，我们没有提到任何的槟榔字眼，但是人家一看就以为是槟榔袋，好不好？气婚哦，气婚呐，对，气婚。真正有干嘛讲？气婚呐，对，是安尼讲无唔对。对，所以我这一次特别带了好几袋的这个束口袋，我想说出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玩一下、拍一下，就没想到这一趟带这个束口袋出去，真的是很棒的选择哎，简直太过正确。对，第一，它拿来装护照，真的是有够好认的。对，这就是绝对不会被认错，你知道吗？有够好认啊！这就是我的护照啊，这就是我的护照。好不好？一出去就是可能啊，台湾人嘛，大家手上就一本护照，但是绝对不会认错。我们这个专业金通这个护照，哦，这什么透明套下去以后，这个绝对就是朱迪卡的口罩，不是口罩，对不起，护照啊，护照，对不对？等一下我看一下聊天室，然后说芋头塔还有，等一下为什么还有2个冰在燃豆？小喵喵快吃掉，不要学坏了。哦，他觉得太凉了是吗？可是好吃，要快点把那个芋头吃掉。葡萄干是不是好吃？不可以，不是偏食的问题，它是葡萄干不能吃，知道吗？葡萄干太可怕了。这样海关不会觉得有问题吗？基本上我是把那个护照套拆掉了，因为他总是要把里面的那个相片跟我本人做个对比嘛。对，而且这个套子基本上我就大拉拉，就是经过他们也不会觉得怎样对他们可能就觉得很可爱，就这样子而已吧，因为里面其实也没什么东西啊。对，干妈讲kiwi， 然后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婆，等一下，好牛吗？然后以前在工作的时候，每个月都经过小港机场几次嘛。我先跟你说，3块的呢？啊，等一下，为什么有3块？太可怕了啦！我觉得我每天光是吃5颗我就没办法了，救命！我真的非常感谢我们 AKA 就是福利熊趴趴熊的这个喂食，对，他可能只想跟猪猪说，猪猪你配型辛苦了，多吃一点，对，但是就是可能这些很暖心的这些心意，就是在我们这个公开的场合总是会就是浓缩成4个字，我叫你吃，就这样，对，我没有被加入了偷吃槟榔。对，我觉得这个袋子真的做的真的是太棒了，我真的觉得今年度就是有这个周边出现，我真的好喜欢。对，夹链袋，好不好？所以他晒，我不要跟葡萄干道歉，我觉得他不能吃。等一下，真豪华，做成对比，什么古兰多啦？好啦，我觉得就是刚好，因为其实一开始我这个夹链袋我选择5号大小，其实这个夹链袋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它这个是公版的5号大小。然后我选5号大小，单纯是觉得说，就是如果是槟榔造型点心的话，要回馈于高阶会员是刚刚好的这个大小，我才选了5号。就要出国以前，我就突然就闪过，觉得说，这个这么台味的这个夹链袋，目前在日本其实大家也都还蛮喜欢的，因为前阵子就日本还蛮疯台湾的槟榔袋哦。对，我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些就是新闻记事，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就觉得好，那就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我自己就带出国，我就觉得还蛮实用的，我就想说带个几袋出门。结果就前一天要出发前，我突然突发奇想把那个护照装进去，哎呦，嘟啊呵，还刚刚好，你知道吗？然后到了就是要出关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过海关嘛，然后一过去之后，我们就可以就是疯狂拍照，然后就是在等那个登机的同时，然后又看到这个装置艺术，一定要把这个这么台的护照以及我们的这个束口袋拿过去一起拍照啊，对不对？准备上班呵，振兴，仕事頑張ってください。然后对，所以我就觉得超赞，所以这个袋子带出去，我跟你讲，除了这个妙用之外，我在日本真的还装了很多很可爱的点心。总共装了什么东西呢？待会会一一跟大家介绍但是我觉得要在装了什么点心之前，我先看一下我登机的时候还有拍了些什么，等我一下哈。登机的时候有这个好吃的，我这次又很开心的坐到了那个宝可梦的班机我觉得华航固定早上的那一班应该高
几率都是宝可梦为什么？因为我前阵子不是有去那个日本出差，就是因为 Trip Out 嘛，然后去 Trip Out 那天就是日本出差，其实基本上也是我可能就自己抓个时间从高雄飞，因为我们他本身是台北那边的人，所以我们就是分开出发，他就是从台北那边出发，我从高雄出发，所以我就觉得说我就可能随便抓个时间，就也是选了8点的班机，有没有？结果也是宝可梦，就这一次啊。猪猪也是想说好，不然就是早点出发，8点出发，也是碰到了宝可梦班机，所以我在想说，华航它好像固定高雄飞东京，然后早8的这一班应该都固定是那个宝可梦的班机。我在想，对，要成为道地的台湾人，先去，不要啦。就是我觉得其实槟榔造型的这个东西，就是跟大家玩一个文化的跟大家玩一个文化梗啊，因为其实我近期有发现有一些餐厅，而且是很厉害的餐厅哦，他们也会玩一些槟榔造型的一些美食，去算是让我们宾客会心一笑。对，但是不是鼓励吃槟榔了，而是因为可能这已经形成了一个台式的一个文化啦，因为毕竟吃槟榔真的跟染上癌症息息相关，还是希望大家可能斟酌一下。对啊，当然知道有些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可能稍微考虑一下，因为我们有更好的方式去排解压力啦，运动啊，或者是讲干话啊，来朱迪卡频道就是那个相爱相杀找老公啊，对，我觉得会是一个还不错的做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想问这个月的芋头如果带出去5小时会坏吗？小喵喵，你先跟姐姐说你要带去哪里，姐姐帮你评估。因为芋头本身就是一个很会腐败的食物，所以我每次在做芋头料理，我都会战战兢兢的，就是每做完一份就冻进去，每做完一份就冻进去，然后要拿出来摆拍的话，我还会计时，就是我会在几分钟以内摆拍完之后，快点再冻进去，真的。因为芋头它很娇贵，它真的一不小心它就马上就会腐败，而且最近天气越来越炎热的趋向。你先跟猪猪姐姐说你要带去哪里，我再帮你评估好了。对，风口大海当百宝袋啊，什么都装，可以呀，什么都装。我跟你们说，而且就是让宾客会心一笑，对这个宾很喜欢。对你这就会，等一下，不大笑，我刚讲了什么话？我刚你不是很乖吗？我刚超乖的。好，我来翻译一下趴趴熊这句话。好啊。我再加码个3罐好了，然后后面那个隐藏起来的时候，猪猪啊，最近盐物料上涨了，反正你也要做，就是你自己的生日造型惊吓系蛋糕了，是不是？那你就不用特别再花钱了哦。这个葡萄干你就拿去做吧哦。他后面想隐藏的这些话，他并没有打出来，但是这个心意我了解，好不好？对不起，喝个水。我明明很乖，在介绍我的日本行的，我现在要跟大家出去吃饭，想说分享，不过下午要先去弄指甲哦，原来是这样子。那么好，这样子好了，我觉得可以，因为如果你今天把它解冻之后马上解决的话，这样就没问题了。最担心的是什么？你们解冻完之后又把它冰回去，这样子反复温度上面的改变，会使得芋头这个料理更加加速它腐败的速度。那今天如果说你就拿出来，然后5小时之后它也刚好解冻了，对，因为从冷冻库拿出来，它5小时之后就刚刚好解冻的状况下也好吃。那你们在解冻的5小时之后，全部把它吃掉，这样就没问题了，好不好？对，我了解想要就是美美的做指甲的心情，然后又想带去跟朋友分享的心情，好不好？可以的，小喵喵。但是如果今天吃不完的话，我就会很紧张，就它可能就会开始坏了。对，芋头会坏，真的。记得第一次吃老婆的芋头料理，味道酸酸的，我就把它淡掉了。等一下，你不用跟我道歉，我只是希望大家可能还是快点吃一吃。对，而且不用跟我道歉吧，因为芋头这个料理真的很容易酸败。如果你们真的觉得就是囤积囤到后面，如果真的有酸败的部分的话，我还是希望你们顾好自己的身体为准，不要囤积，乖乖的。这个已经不是翻译了，是超译是吗？我觉得我有感受到，对，是泡泡熊的温柔跟温暖，是不是？对，荔枝的剑，红蓝是还像什么乱翻一个人？就等一下，吃不完啦。好啦，我们在这么快乐的分享这个日本这个旅行的照片，好可怕！我不要有那个葡萄干乱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飞机餐不好吗？
对，而且华航的飞机餐，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自己是觉得都好吃我自己是吃货，所以我就把它吃光光，好好吃哦。我这次选的是鸡肉饭，对，就是台湾传统鸡肉饭，好吃。一直以拉塞，丝丝一拉塞，对，而且我跟你们讲，因为我很喜欢吃华航的面包，然后吃完之后还肚子很饿，就贪吃，你知道？然后其实他们就是除了这些点心之外，他们还会有热咖啡、热茶，然后这就一定固定也就会喝个半杯，感觉半杯热咖啡，半杯热茶。然后他们的面包真的太好吃了，然后又他们还有加奶油嘛，奶油就是那个餐包下面的那个奶油，而且就好好吃，对。然后我就是面包，我就觉得好好吃，之后然后就是我不晓得是有跟一位空服员特别的投缘他就过来说：“那请问有吃饱吗？什么之类的？”我就说：“我可以再要一个面包嘛？”然后他说：“当然可以啊。”我就只是想跟他们聊说，我真的很喜欢你们飞机餐上面的面包，真的有够好吃的。而且他们这一次过去吃又是用紫米制作的，你知道吗？然后我只是想跟他们夸奖说，你们的飞机餐跟面包真的好好吃哦，我就好爱吃你们的面包，每次都要很珍惜的吃。然后他说：“如果你真的这么喜欢的话，要不要再一颗这样子？”我说：“真的可以吗？”好。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到了要收餐的时间了，对。然后我就说：“好，那不好意思，我想要再一颗，可是我觉得我现在暂时不会吃，我可以放进我的袋子里吗？”他们说可以耶。所以我的专业进奉的袋子就快点拿出来一个，然后把那个面包都放进去，然后马上就装进我的背包里面。因此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好爽哦！所以我其实下飞机的时候，我是带着就是飞机的餐包下飞机，原来是可以的。对，我就觉得谢谢，好开心哦！就只是多了一块餐包，但是心情就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对，然后好好吃嘛，super 吧。然后是有人的蛋糕做成标本吗？等一下要做成什么标本？不是，我们 Saber 爸爸已经是我们黄金大佬了。对，就是基本上我们这个飞机餐我们 Saber 爸爸他基本上不吃我们这个经济舱的，我们一吃就直接吃那个头等舱的，好不好？头等舱马上就是先进去，然后马上就是可能就是有那个送那个什么高脚杯、酒杯之类的如果 Saber 爸爸黄金大佬的确是那个头等舱等级的，好不好？而且我们的 Saber 爸爸就是自从加入我们高阶会员之后虽然说就不晓得为什么都吃不到饼干，吃不到饼干的半年之后，马上成家立业马上那个子孙满堂。对，不是，对不起，还没有孙。对，对，我们加入我们猪蹄卡高阶会员不仅招财，还招桃花，好不好？即刻马上加入，谢谢大家。好，对不起，我喝个水。有在练这分量还好，是不是？说到这个玉子，我发现其实我现在的运动量，其实我还是固定一日不深蹲，面目可憎的这个状况下，我的活动量还是一样有维持，但是我觉得我的食量也稍微缩小了，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对，因为其实你食量一旦你的胃又撑大，其实很痛苦，你知道。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习惯，真的就8、9分饱就好了。对，但是飞机餐真的太好吃了，就忍不住跟人家要一块面包。谢谢华航空姐，谢谢跟我聊天，谢谢给我一块面包。你都吃什么？鸡轮餐有吗？请问什么是鸡轮餐 ？Saber 去干儿子吗？目前我们 Saber 爸爸是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儿那至于会不会接下来就是还会继续有第2胎之类的，这不好说。对，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应征看看，有机会啦。Saber 黑人问号，有卖长龙的餐包是不是？我反而很像，我忘记我有没有做过长龙了。像一直以来，我像刚好，之前我想一下，画图社畜如果要去日本玩，都是做联航，对。然后之后可能想要跟妈妈出去玩或之类的，就觉得说，可能家族旅行希望大家做好一点，我就是都会挑华航，对。所以我记得我很像没搭过长龙。我想一下，还是说交换学生的那一年有，只是我忘了，我再问一下屯妈。好，然后
Kimo 酱伊拉塞，这意思是要投喂吗？要投喂？不是，我只是跟空姐聊说他们餐包好好吃。你最好你养不起，你最好你穷 Saber。然后机轮收进飞机时那个舱室你都只能待一下。不是只能搭那个位置，不是那个不是员工的位置，不是牛妈，你在华航执勤了这么多年都不讲的吼。这样说那种台湾进口哦，台湾进口餐包了是不是？好像也没有不行啊。对，而且我很意外，原来可以拿下去。对，所以我就很感谢，所以这个餐包其实我是一直带到饭店的时候，我才默默把它吃掉。对，所以这是华航，对，这是华航的，这是宝可梦的专机，就是朱迪卡又搭到了宝可梦的专机，反正就是好好吃。对，我是对于就是飞机餐的那个餐包，就是真的都好喜欢，好好吃哦。然后这个嘎叽猪一定要带着的，好可爱，好不好？对，然后接下来，接下来这张照片也是在飞机上面，讲有没有？对，这个我们这个精明干练好的这个朱迪卡什么？好，我们这个精明干练的那个袖章啊，有没有？这个是这一次我在日本行的时候就一直戴在我的毛毛上面，真的。毕竟这个朱迪卡专属的这个袖章，一定也要戴在我的专属毛毛上面。对，而且啊，我们这个精明干练的袖章，就是有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什么呢？好，我们这个牛妈设计的特选生草专业金棚哦，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好，那至于这个精明干练，绝对才是政治正确的选择啦，好不好？我们这个袖章上面哦，精明干练，好，你们有看到那个草字头什么的，一定是你们眼睛业障重。我们这个袖章哈，也是有纳入我们哦，算是去年的这个尾牙抽奖哦，我们恭喜这个获奖的你各位哦，其中一位包含我们这今天生日的我们劲爆总裁，吧唧，谢谢大家，精明干练，对。没错，童叟无欺，谢谢大家，也做个记录啦，就得出逃的朱迪卡那个出国的那个护照套，就得出逃好不好？然后还有是跟等一下，他哇，这个更狠，这是跟行李一起坐，救命！行李位置还比你大，不是牛妈，你是不是偷偷？在华航执勤多年都没有跟我们讲，你刚跌哦，这样缝蛮可爱的，是吗？真的吗？你是说我的毛毛很可爱吗？我觉得超可爱的啊，超级可爱的。我们这个袖章有没有？然后等一下哦，注意一下聊天室。然后这位置比下厕所还大。好了，我觉得你们这群大佬每次听你们讲话就鬼巴会，不知道为什么哈，都喜欢装萌新，不然就装穷哦。好啦，飞机餐的部分稍微先到这边，然后我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顺序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的顺序来到了哦，这个好，接下来就是我们下飞机之后，我们看一下哦，猪猪就到饭店了，对。那这次也是跟吴昕老师算是分开出发，因为我一样是高雄出发嘛，那吴昕老师他们也是北部那边出发哦，所以我们就是不同的班机出发，然后在我们的饭店集合这样子。然后到饭店集合那时候就想说还有一些时间，因为就算是比较早到达饭店，那吴昕老师他们就工作比较忙碌，所以他们搭的班机稍微晚一些，他们其实大概晚上才抵达我们饭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猪猪在饭店算是可以有稍微休息一下的时间，所以就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例如对这个，对，例如就是对这个，就觉得我们这个takenoko no sato， 好，我们这个 Disun chocolate， 我们这个竹笋巧克力，基本上毕竟在日本是非常国民级的美食哦。那一定会有人吵说，猪猪啊，原来你是竹笋派的吗？那香菇怎么办？香菇呢？我说，请听我娓娓道来，好不好？这个不是不爱香菇，而是以这个形象而言哈，就是把这个竹笋的这个把大量的小竹笋放进去，远看比较像槟榔啦，就是这样子啊。当然我不是不爱香菇造型的巧克力，它也很可爱。可是你要说两边比较起来，我们远看
放进这个专业金烹袋里面，哪一个比较像槟榔？不是一目了然的吗？啊，槟榔，对不对？槟榔是不是？我们要找一个就是最迎合我们台湾味的这个造型啊，这个就绝对是我们的竹笋获胜啦，对不对？没有看过痞子英雄的手不久了，赵又廷在那边手动放下。对不起，我还真的没看过痞子英雄，真的啦，牛妈我没看过啦。是我们的阿春伊拉夏，我们今天是分享猪猪这一趟去日本，好不容易把那个我们就是买错的机票，总算真的把它在时间内把它使用完了，真的感谢我们吴昕老师替猪猪把它使用完这样子。对，多少可以让德妈过来听一下？不是，我就屯妈这么爱惜朱蒂卡，对他怎么舍得我吃就是这些这么可怕的葡萄干呢？所以说我觉得屯妈可能会舍不得，然后让我吃这么多，然后自己会跟着一起吃。屯妈还在睡觉，我没有骗你啦，因为屯妈是大学生，真的，我屯妈是夜猫子，她是阴间人我是超级阳间人，然后屯妈是每天大概是凌晨3、4点睡觉，然后现在才差不多要起来。真的啦，爸爸有，真的啦，我没有骗你啦。老板娘，你顺的狗渣，要是车顺顺啊！我即摆面嘛车顺顺，有无？咱爸爸想讲，互我食葡萄干，我即摆面嘛车顺顺，嘿，车顺5杂哦。然后我追下聊天时候，你也知道奇奇怪怪的，对，就是哪一天不奇怪就不是朱蒂卡了，礼貌了。我非常的礼貌，对，因为你获得了，就是你要我在我们这个香菇造型里面2选1，我选择了你，我非常的礼貌，非常的尊重，我一个就正当的台湾人，喜欢推广台湾文化的这只猪，我用正当最台湾的理由选择了你，有多口碑，你应该要开心的，不是吗？竹笋。高雄拍的，好啦，我知道高雄拍的啦。但是我记得痞子英雄那个时候，我一定是因为赶稿社畜的关系。我其实一直以来很少在追剧或者是追番我的时间全部都是拿来拓展我的事业。真的，我很少追剧追番。对，然后痞子英雄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代的朱蒂卡是个画图社畜朱蒂卡，然后知道在高雄拍的，但是依旧没有时间去追剧，真的就是一个。即使如此，现在还是如此的社畜的朱蒂卡。月底要去北海道，怎么这么好啊？吹，你要去看家政吗？我们非常厉害的，我们家政啊，我们台湾之光已经到我们北海道火腿斗士队了，真的很赞。买错的我说错了，买错的门票啦，买错的门票，什么你舍得啦，李学长？怎么每次在一些很可怕的话题，李学长就会出现？一定是我眼睛业障重，李学长不在这里，他不在这里，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眼睛业障重。好啦，不要浪费，来吃，一起吃。对，我觉得屯妈会帮我吃掉。真是大可以拉赛，不要再讲啊，好可怕！多一点不同的品牌好了吗？多一点不同的那个品牌葡萄干试吃，搞不好我可以找到我心目中的那个喜欢的葡萄干，是不是？不行，我不能想得这么美好，好可怕！我可以不要这么多成群结队的葡萄干吗？我们这个成群结队，我觉得我们这个竹笋巧克力成群结队就非常的赏心悦目，对。但是葡萄干成群结队实在是过于可怕。过于惊悚，请各位三思好吗？谢谢大家，谢谢。好啦，于是我抵达了饭店，我在拍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抵达饭店之后，然后这一次我们饭店住在那个，我也可以推荐给大家。米翁，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迪士尼有兴趣的话，这间饭店我真的蛮推的，因为米翁应该是这样打。因为这间饭店它是紧邻着旁边的商圈，也就是说算是那一区比较大、比较有得逛的商圈基本上都在那一带了。对，而且这个饭店很大之外，它还可以泡温泉所以其实这一趟我真的觉得可以预约到这个饭店，运气不错。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找了很多评价，然后我其实
评价百百种，我也真的不知道我到底要预约哪一间饭店。我就看了一下，因为我就觉得说我出国去日本冷冷的天，我就会很想泡温泉，然后我就是以搜寻温泉饭店为主。然后说真的，那边的温泉饭店反而不多，对，但是我们用还蛮便宜的价钱预约到这一间对，所以我上网查了一下，我才发现哇靠，我觉得我自己去住，然后我自己的感受是远高过于可能网络上面的评价，对，因为第一它空间大，因为在日本说真的，大家去日本市区玩饭店基本上都是比较重视这个空间的收纳哦，那空间无所不用其极的运用，这大家应该了解我的意思，对，所以就是这间 M 在那一带基本上已经算很大很大的饭店了，就是生活机能也算是方便，因为旁边有药局，然后又有可以逛的一些 mall， 然后重点是还有温泉，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加分，对，就是超级大加分。因为去年第一次去迪士尼的时候嘛，就是我买错门票的那一次。买错门票那一次，那时候我们跟屯妈一起住的饭店其实也不差，可是它真的就是迷你的小小的，对。然后说真的便宜吗？我觉得也还好，不是很便宜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次我真的觉得可以用比较便宜的价钱预约到这一间，超级推荐的，对，超级推。统一生机葡萄干，真的假的？玉子，统一生机葡萄干会让我改观吗？会吗？它会让我对葡萄干这个东西改观吗？そうだよ、千葉県だよ。对，是在千叶县的 M 的部分我不晓得，可能其他的县市也有连锁，也有可能啦。对，只是这次我就住下来，我觉得远大过于就是可能网络上面的评价，我真的觉得给予高评价。对，而且要去迪士尼也有接驳车，非常的方便呢，这样就很便呢，好不好？而且。这间 M 它本身2楼除了有就是大澡堂可以泡温泉之外嘛，它的2楼本身就是便利商店。对，那基本上朱蒂卡去日本最喜欢买的东西，这样。我到达的时候刚好便利商店在补货，满满的纳豆，你知道吗？超爽的，没有人跟我抢。猪猪是一个超级。不应该是过度喜欢纳豆的猪，但是纳豆在台湾真的是我刚贵小贵，你刚才纳豆在台湾真的很贵，所以我在台湾其实基本上不摄取纳豆，因为我觉得不想花那个钱去买这么贵的纳豆，对，然后所以在日本是一定要狂吃猛吃纳豆，所以刚好就是我们住的这间饭店2楼，其实基本上每天都有供应纳豆，只是可能要抢，因为。说真的，纳豆卷喜欢吃纳豆的族群真的会很喜欢，因为真的很好吃，对啊，所以基本上也不见得每天都买得到，对。但是呢，我只能说这一趟的得力助手，我们的乌星老师跟兔兔老师很会抢纳豆卷，非常的开心，非常感谢他们。所以我们这一趟真的是吃了很多的纳豆卷哦。等一下哦，说迪士尼就一定要千叶吗？是，好。因为有去几次，多半都是圣地巡礼，是吗？啊，高明，圣地巡礼，你是说可能就是其他县市之类的吗？我觉得日本其实整个国家都好玩就是你从北到南，其实不管到哪都漂亮，都好玩。大家都台湾那种知名啊，好，我知道那位纳豆，对，我知道那位纳豆也很棒，好吗？对，所以就刚好就是2楼也是。很方便的便利商店吼，对啊，但是因为难得去那边，然后旁边又是商场，所以猪猪一定会先往商场跑啦。所以佳佳，商场又获得了什么样的自由嘞？草莓自由啦，超开心的！因为这次去刚好又是草莓季啊，真的是爽吃你们猜这一盒大概日币多少钱？而且是已经算是等级还不错的草莓咯。就是放在他们那边的商场，那个价钱真的是怎么吃都不会心痛，超级爽的，你知道吗？这个草莓真的是好吃又便宜。我喝个水哦，你们猜看看，然后我先整理一下照片哦，我看一下，珠子。我记得我有集结我买的东西的那个照片，没有放进来吗？
500日币吗？还不到哦，还不到，真的超便宜的，还不到哦，超级便宜，快了，就快猜中了。台币250也贵，超贵。台币250我本身不会买，如果一盒台币要250我也不会买。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去日本的时候，算是汇率也算蛮低的嘛。啊，差不多了。好，我公布答案，差不多，就是在熊环妹跟 Saber 爸爸的中间，450日币450。你说我买不买？日币450，来，我们以现在的汇率，其实也算是蛮低的。我们来算的话，一盒不到台币100块，哎，超爽的。所以我整整在这间店拿了3盒草莓。我真的在这间店拿了3盒草莓，然后好吧，其中1盒是快点，就是帮那个悟星老师他们拿，因为他们可能晚一点才会来，不知道有没有时间来逛这间 mall 哦，这间就是4把的部分，所以我跟他们讲说，哇，那个草莓好便宜，我先帮你们拿了哦，会回去爽吃，你知道吗？一定买爆，台币对，根本就不到100块，而且重点是它是厉害草莓。它是香气十足草莓，沐晨伊拉夏，欢迎来到猪猪频道。我们今天在分享我在对我这次猪又去日本，对日本做了什么事情？不对，又台去日本做一些台的事情，这样子。对，日币450超便宜耶，超级便宜，超爽！而且我那时候换算了一下汇率，很爽，大概才95块吧，95块96块，很爽真的是爽吃爽买。对，重点是又好吃又漂亮，香气又十足。对，所以放在那边，说真的，就是它是一整排放在那边，一整排哦，很大排。然后每个婆婆妈妈基本上就是经过人手1盒之类的，100元有找草莓，而且是中等级的，我真的觉得很爽真的是爽吃。对，那如果说在台湾大湖草莓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农业基本上国际规格也不输啦，我们台湾农业非常的强。对，那所以说你要比说哪边好，我只能说两边都厉害，因为台湾农业真的是国际级优质的。对，那至于这个等级在台湾是不是又会比较贵一点，这个我不敢说，这我不好说。对啊，总之你要说日本草莓好，台湾草莓好，我跟你讲都厉害啊，都厉害。只是就我那时候去的这个价钱，你说你买不买爆？我一定买爆啊！我自己去那边直接都吃了2盒。好像不止2盒，好像3盒我好像隔天又去买了1盒。对，我就离开迪士尼，然后要移动到那个市区的时候，我又是拎着行李，然后又快点再去这间 mall 买了1盒，然后带去市区。真的，而且还好有在这边卖。我去市区之后发现那边的草莓，简单来讲，我是住在那个阿美横町附近。那阿美横町附近基本上很热闹嘛，那物价说真的不会太便宜啦。所以好险，我有再多带1盒草莓到市区，也就阿美横町附近的那个饭店，因为我去那边逛了一下那边的 mall， 跟一些他们阿美横町好了，里面也有卖草莓嘛。我发现阿美横町里面好像也不是那么便宜耶，我逛了一轮，我没有买什么东西，而且他们草莓像这个等级的1盒就变成600，甚至650之类的，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好，没关系，毕竟这里就比较热闹，又是市区，所以稍微没有办法像是在迪士尼那附近的那个 mall 有那样的一个价钱，那也是无可厚非的。对，通常越漂亮农药越重之类的啦，吼。然后大湖很贵，跟农药很重，直到坐飞机坐船的东西，对，过来就变贵了。所以其实我在那边，我基本上我不太会去跑观光客行程，我会跑的是一些民以食为天的行程。对，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因为太过贪吃，然后只有在当地吃得到东西我就会狂吃，像刚刚跟大家分享的纳豆，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东西也是我在 mall 一定要买的，而且我在台湾打死不买，我只要买那天我就不姓朱。这样讲有点奇怪，我只要买你们就打断我的腿，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东西。等一下哦，我找一下照片哦。我有拍漂亮的照片要给大家分享，这个有了，我存下来。这个好，这些基本上
就是猪猪去日本就是必买的这个，除了草莓嘛，然后笋子巧克力是这次为了迎合那个槟榔梗哦，不好意思。还有团子跟生茶，我在日本必买，因为团子，来，在场的你各位熟男熟女们，好，不要说熟女、少女、熟男们，哦，都好啦。对，牧城那个草莓很美，对不对？100元有枣的草莓真的很猛，而且重点是它品质又很好，你知道？来说到团子，你各位有喜欢团子的熟男或者是我们的少女们吗？我自己本身很喜欢。我们亲爱的主委来到我们的频道，来说真的，主委，如果你喜欢吃纳豆的话，去日本一定要狂吃猛吃，对吧？因为他妈在台湾纳豆那个是对，把日币当台币来卖，你知道吗？打死的不要，而且团子也是哦，团子来，我给你们猜，我这一盒非常普遍的酱油团子，在日本的国民美食，然后搞不好他们连吃都不吃，对，在路上真的随便踢都会踢到的这一盒，你们猜多少钱？你们可以猜日币多少钱？对，然后所以基本上大户都不吃草莓，因为越漂亮农药越重，是这样子吗？在日超看到日本产草莓照猪价格500日元也是对，直接币值换了，你知道吗？趴趴熊，所以我在台湾我也不吃纳豆，因为直接也是币值转换而已，你知道吗？很难过，你知道吗？团子好吃，而且这也是他们的国民美食，便宜到不行。国民美食哦，太黏是不是 ？OK， 我自己是觉得还 OK 啦，就去那边吃了1-2串，很爽，很开心，因为便宜。就是安安，你问主委要不要给你破坏？主委啊，那是吼，咱冰岛的这个趴趴熊吼，伊嘛是咱的，也是算主委啦吼，真最重要的主委吼。伊讲想要送你礼物啦。吼，礼物哦是最好的礼物啦，你礼物是啥货哦？就是朱迪卡吼，每个月做的迄点心啊，有个奇怪的点心啊吼，那是这个趴趴熊主委吼，想要送迄咱顾彩主委这个礼物吼，你敢会收？好我帮你问咯，好，我还是非常尊爵不凡的用台语去问哦。我觉得趴趴熊真的很可爱，逢见到 B 就问说你要收吗？你要不要迫害？就是对，这样有口味来。Saber 不错哦，行家哦，差不多。修华妹，你的数字也差不多。团子吗？没概念，日币50吗？哦，日币50可能又有点太……好啦，如果日币50的话，一串还可以接受。来，答案揭晓，差不多就是 Saber 爸爸的这个价钱。来，这个大卖场1盒99，我还不买爆，对不对？因为如果你们有在台湾吃到这一类的酱油团子，而且也不管它正不正统好了，你知道我们这1盒99块好了，换算台币1支也不过就是6块钱而已吧，一支也不好，我们要说6块钱有点夸张，好，一支算你7、8块好了，也不到10块钱，一支算你7、8块好了，你知道在台湾这一支要卖多少钱吗？即使在我觉得我们高雄物价也没有很低，好，我们高雄的夜市或者是一些我们比较文青好的一些摊贩，他妈一支我想想看最便宜也要50块，你叫我买得下去50块？好，对不起，一直流口水，因为我很想吃。就是在我们高雄比较文青的这些摆摊、这些商街，我都有看到，就是说他们真的也是会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原物料带回来，然后现场烘烤，然后很细心的就是做出现烤的酱油团子的味道，真的也很美味。对，但是一支要50块，我就会当下就觉得还是买不下去，没办法，因为这个东西在日本，这个国民美食，或者是他们日本人吃都不吃，一支就这么台币6、7块而已的东西，不行啊，真的会觉得那个价差很夸张，你知道？而且上次你就觉得前阵子猪猪在那个大稻埕的那个草空间不是有一档，也是奇奇怪怪的这个香菜料理，但是不能说奇怪那是我的骄傲NC 我们绝对不衰小拿铁无微不微也是这个感谢草空间这一档虽然说我们店长用的就是非常为难的表情，就是接下了这一档，对。当下他真的皱着眉头跟我讲说猪猪，这个香菜你真的要用在这奶茶里面吗？这真的好吗？我说好，可以，真的好，可以就用，可以拜托店长用。好，我知道了，对，
好，真的是几经波折也不算波折啦，对，就是店长人很好啦，只是当下在讨论说他一直皱眉头，我觉得很好笑。好，不管我那时候因为就是有这一档的合作，所以有去道城，就是可能自己去尝过我们那一档的那个什么不衰小拿铁，已经就是我们非常台湾味的那什么香菜香菜什么忘记了，才刚弄完香菜什么拿铁什么圣代香菜芋头什么花生什么布拉布拉什么圣代什么叫什么名字算了忘记了。对，好，总之我去大稻埕那个时候也有看到摊商在卖现烤的酱油团子，他一支卖我70块，我那时候看了一下就OK， 这也是台北没有办法，对，高雄的50块就可能我觉得蛮贵的，但是这边70块是吗？好，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对，完完全全是对，所以就这个酱油团子，这个也是我在台湾绝对不买的美食之一啊，对，151盒，挑战穿一盒试试，小寿司才10块，在魏以城买过是不是？对，所以酱油团子这部分，其实我在台湾也真的是很难买下手啦，所以至今在台湾顶多买过1-2次，可能那刚好雷公精掉，你知不？好雷公精掉，想要吃一个吼，开结果50块嘛送安呢。对，但是想象好像不太对，就是可能暂时还不会想在台湾买酱油团子。对，然后主委说什么？不要骗我没在看你推特。反正主委真的有专情吼，真的专情，好不好？我们主委专情，好不好？都知道这个朱蒂卡这个料理吼，这样有够好吃，可以跟你讲的，有够好吃哦，好吃跟你搭记哦，我自己觉得很好吃啦，好不好？是我们的小新老师拉塞，小新老师，我们今天就是在跟大家算是分享蜘蛛这次又台去日本，对日本做了什么事情？不对。又带了一些台的东西去日本玩了啦，对，阿婆袋子吗？怡婷，这个不是阿婆袋子，这个是台湾 LB 台湾之光嘎基给呀。第一次喝到怀疑人生的拿铁吗？丁先生，你也参与了那一档期了吗？丁先生，你有去吗？丁先生早说嘛，你有去不早讲一下，对不对？没错，我们非常迷幻的这个味蕾的这个味道已成绝响，好不好？好。其实我现在还蛮怀念那个味道的，感谢店长调配出那个非常迷幻的不衰小拿铁，好不好？对，然后大概是这样子。还有最后一个饮料要介绍给大家，你们在台湾会买生茶吗？因为我实在是太过度爱生茶。那如果说生茶有在便利商店或者大卖场有可能买1送1，或者是第2件6折5折，我可能才会忍痛再买下去。因为台湾生茶普遍看到的价钱大概都30-40块，对。但是在日本呢，这个生茶呢，这个价钱实在是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在日本当地就是比较便宜呢。而且我这次去迪士尼刚好也有照到迪士尼版本的生茶，我还有带回来哦。这个你们是可以看一下，因为迪士尼普遍就是因为这个地方任何东西都加了魔法，魔法が含まれているから，这下回magic 嘛，因为我 magic， 因为我咖喱黑什么 magic， 我较贵哈。我的日本朋友常常说，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のものが全てのものが高い。なぜかというと、魔法が含まれているからね。就是我日本朋友说，哎呦，迪凯啊，你要去迪士尼啊，什么东西都很贵呢。对啊，那贵也没有办法啦，因为他加了魔法这样子，对，非常的干话。对，好，即使是这个迪士尼好了，我们这一罐生茶，我们的日币250块，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汇率，250块，也不心痛啊。等一下哦，250块。250块，现在还蛮心痛的哦。日币250块，现在蛮心痛的哦。因为在迪士尼，所以就连这个250块也还蛮心痛的哎。对，但是我还是要买回来，因为我想说，哇，迪士尼版本的这个联名款，
然后我就想说好，不然我有个姐妹她特爱迪士尼，对我想说好，为了她我就搬了2万回来。对，但是这个因为是在迪士尼嘛，就打开呢，我们合台币也要大概50块了吧，感觉还蛮伤的。但是我们不要看迪士尼的价钱，因为迪士尼真的很像什么都没办法加入了魔法，就是蛮贵的。可是我们我想一下，在市区的贩卖机，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普遍的数字了。好，我们这个生茶就回到了140块、150块，甚至我在那边有看到110块的价钱。对，所以这个生茶部分在迪士尼还是蛮心痛的，还是蛮心痛的。果然在迪士尼什么都贵。我又追不到聊天室，不是我的聊天室现在看不到大家，等一下哦。他的那个什么记忆体又不足了，等一下我把大家抓回来。迪士尼真的就连生茶也是很心痛呢，你这样不要多。但是如果这个生茶，因为毕竟是迪士尼版本，你把它弄成欧米亚给的这个心意拿去送人，基本上其实也算 OK 啦。尤其是喜欢迪士尼又喜欢喝生茶的姐妹，所以我就带了2万给她。同样都是魔法，还魔揪。好牛吗？这个魔法真的很简单，3个圈圈跟。对，我实在是不想亵渎迪士尼，但不得不说，这个3个圈圈这个比例抓的之好的，好不好？对，生茶台湾天哪，有店家卖到60块，我的天哪！那迪士尼反而还算便宜了，是不是？高いね。そうだよ。250円。生茶やっぱり高いじゃん。なぜかというと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だから、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というか魔法が含まれているから何でも高い。魔法があるから高いね，それが仕方がなくしょうがないじゃん，就没有办法，因为加入了魔法，我们这个台币50块的这个生茶，好像对他们而言也算是可以接受。对，不过生茶就是之后我有来到了，就是可能比较不要说乡下啦，算是稍稍有一些不算闹区的地方，就例如这次我住的饭店很巧妙的就跟根津神社、根津神社、那15個はなんだっけ？根津哦，对，根津神社的这个部分，我有到根津去一趟，也是因为算是受到5000老师的介绍。那根津这个地方本身，他们那边贩卖机出现的东西，甚至是生茶，我就看到非常亲民的价格，日币110块。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区性实在是没有办法，很难拒绝。对，的确是魔法土豆。等一下，以正在出去玩，然后那个地方来说，就会觉得都花下去了。不过其实我是一个物欲极低的猪，我是一只物欲很低的猪，就是除了很想吃的东西，你要我去买很多那种什么吊饰纪念品，其实基本上几率比较少。对，我都喜欢拿去可能享受美食，或者是去体验一下可能当地的一些生活之类的。一体可以带上飞机，这个东西我们可以那个托运的部分就 OK 了。对，那即使他要检查就给他检查，对，检查起来就有魔法的这个生茶没问题这样子。3个圈算什么？都5个圈的品牌，我们那个5个圈品牌其实我不太爱提它，对。有没有看我眼角充满了鄙视？他说住迪士尼设施要拿整理券吗？整理券が取ったことがないよ。整理券取ることがないよ。必要はないじゃん。没有我都是去排队。而且因为朱蒂卡每次去迪士尼都下雨，然后下雨会迎来了很多很冷的天气，然后很冷的天气每次都没有人要排队，然后没有人要排队就变成说什么都玩得到，好爽啊！我等下再跟你们分享迪士尼天气，这一次也是。土砂降り的大雨，西北雨滴滴的，我真的是，我只能说，对我而言是运气好，因为你只要一碰到雨天，或者是雨天之后变得寒冷，然后很多游客会觉得不方便、嫌麻烦，就不想排队嘛，然后就会减少排队人潮，所以我有很多热门设施都爽完我真的觉得运气真的很好，足足多了2000呢。一体托运很不划算吗？的确是我懂，因为它重。对，不过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认为，其实因为我出国没什么物欲，所以我其实行李箱基本上都是空的，就是都还有空间可以带东西回来。那更不用说那个公斤数嘛，我这一趟回去的公斤数也不过16还17，就跟去的时候差不多，你知道？到底是物欲多低的一只猪啊！
对，所以我就觉得帮朋友拖回去倒不是问题，因为重点是他很喜欢喝生茶，又喜欢迪士尼，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飞机餐嘛，生茶是绿哦，生茶基本上就是你把它当成是绿茶。对，然后飞机餐的部分，刚刚猪猪有介绍过了，对，有介绍过飞机餐好吃。飞机餐的部分啊，这是纳豆，飞机餐放哪里啊？这是朱蒂卡。然后飞机餐好吃，是鸡肉饭，而且猪猪这次搭到了那个宝可梦的专机，对，而且我带着我们非常台味的这个漱口袋去迫害日本，哎，不是，怎么说是迫害日本呢？我们去带着爱台湾的心情去游日本，然后这样迫害下去，竹尾跟猪猪不好吗？其实我跟你讲，竹尾是意外喜欢奇怪东西的男子。我不知道竹尾在不在，竹尾本身好像还蛮忙碌的，但就我所知，竹尾他是一个很喜欢奇怪事物的男子，不是说他奇怪，而是就是他会觉得很幽默吧，我在想。对，不知道竹尾在不在？哎，竹尾不是说很奇怪，哎，这再怎么奇怪没有我奇怪，哎，我是一个会在澡堂深蹲的女子，这样好吗？因为我去环球的时候也是嘛，里面贩卖机跟外面快2倍，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买里面的贩卖机的话，你不如就买有些联名的东西。对，我觉得像刚刚的生茶，我都觉得就是还蛮值得带的啦，因为就只有那边有。但是如果只是一般的饮料的话，其实就会觉得好像有点贵，所以我是觉得迪士尼其实他们蛮懂行销的，因为他们里面的饮料基本上都是迪士尼限定联名款哦，所以即使贵，游客他们也觉得说啊，反正我带回去也可以做纪念，他们还是会投。很聪明哎！你们看生茶旁边Donald就是那个唐老鸭的头，那个就是有跟另外一款很像不知道什么饮料也是做联名，所以他们其实清一色他们的自动贩卖机基本上也都是有联名的这些图案在上面，所以游客也会觉得好啦，贵个1倍但也可以啦，那种感觉吧。对，然后我可去练很多集。我都不好意思讲的这么直白，谢谢蛇皇妹帮我讲出来，我真的是从那次的事件之后，我再也没有买过那5个圈的商品嘞。对，至于是什么商品，就大家知道就知道，不知道也没关系。对，因为我很怕被消失，毕竟人家有钱有势。对，迪士尼午餐是什么？等一下我就会介绍到咯，是这一听。没吃过怎么知道这东西不能吃？我跟你讲。顾菜，注意，你这句话我上介意，吼，我的物件绝对好食，虽然看起来怪怪的，啊，不过迄满的心意，你敢知？虽然说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满满的台味心意啊！我们这个高阶会员，吼，我只能说我们这个频道，好，本地的 Hockey， 我真的觉得我的频道真是遇到大家真的很幸运，你知道吗？我们真的无所不用其极的台，你知道吗？无所不用其极的去想一个出头，这样就得出头，你敢知？但是有一天，这个朱蒂卡不出头啊，就不是我啊！哦，哪一天如果这个朱蒂卡没有出头啊，就不是我了。哦，不会搞花样就不是我了。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我们3月份你各位在白色情人节收到的这个专属情人点心，我就问。我们爱台湾又爱朱蒂卡的你各位高级会员，我相信你们一定吃得很开心吧？我们用满满的台味呵护朱蒂卡，呵护我们的频道，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如果对于我们台味点心有兴趣的你各位，欢迎即刻加入我们朱蒂卡高阶会员，啾咪啾咪阿斯达斯，现在加入高阶会员还享有朱蒂卡帮您填单的这个资格。什么样的资格呢？就是我们又获得了文化部爸爸的青睐，只要在150块以上的会籍，每个月都收得到文化部爸爸替各位加码的这个啥跟拍，我想起来了，好不好？这一次我们文化部爸爸替各位加码的这个明信片也叫做跟拍齁。即将在我们4月份收单之后，就会陆续为各位寄出去，好不好？再次感谢文化部爸爸的青睐，再次感谢我们吴声老师，算是撰写的这个非常辛苦的这个企划书的部分，非常非常感谢，好不好？然后趁现在即刻加入，即刻拥有文化部爸爸的爱，谢谢。
等一下，我觉得我在讲的文化部爸爸的爱。好啦，我追一下聊天室啊。然后有个有趣的事情，我们员工旅行会发零食，但是你物欲很低的关系，就我回国回国之后还赚钱的，真的假的？也就是说，你回去换回台币，反而台币就是多赚了一些钱，是这个意思吗？我懂我懂。我之前交换学生的时候也是日币贵到不行，然后换回台币反而就是比较优惠，然后我还带了还蛮多日币回来给我妈妈的，看看多孝顺。就从小我就是一个物欲极低的猪，很像我的欲望都来自于说我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跟我的目标，对，例如可能我想一下哦，什么样叫做好？例如我想要做一张专辑，然后我努力的希望可以就是带着我的这个朱迪卡的频道跟面线的声音，我们看能不能一起走进37届金曲奖之类的。对我而言，这个是比任何的物欲还要再更加强大的欲望。对，所以你要说我物欲低的话很低，但是可能我的欲望就是随之取代的是这个更加强大的目标。我在想，对，可能是这样啊。怎么会讲到这个？哦，又流口水了。特制版就是买，不知道什么日本贩卖机那么可乐特别好喝，真的假的？可是我死猪生平喝的可乐大概5只手指头数得出来。我真的不喝可乐，我不知道为什么，天生就不会想要买可乐，或者是有气泡式的饮料。唐山鸭头，等一下，唐山鸭头，太棒了，追声大哥，你说的是这个我们生茶旁边的这个唐山鸭头是吗？好啦，我们在这个非常非常日式的这个旅游节奏里面穿插了这个非常专业生草特选生草专业精烹的这个台味的这些元素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啦那待会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次又带着我的嘎基碟呀去迫害和服店啦我们不要说迫害，带着满满的这个非常非常浓厚的台湾元素。又请店家把我装扮成就是非常浓厚台味的这个嘎基雷亚AKA 我们的红白带待会也会登场我们这个照片都帮大家整理下来。来，我们这一趴先继续回到我们迪士尼的部分。我们看迪士尼，夢が含まれているから何でも高い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でございます。次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さっきは昼ご飯のこと聞いたことあるじゃん。確かに。他都有人在问讲我中昼顿吃啥货？来，这个一定要好好的介绍一下来，首先呢，我们来到了加斯顿的餐厅。来，有人知道谁是加斯顿吗？对，你们听到这个加斯顿可能会顿一下，因为连我自己都顿一下，他是谁？对，连我自己顿了一下，他谁？没有啦，当初来到了。这间餐厅我知道它是美女与野兽的主题，但是我一下想不起来那个当年很喜欢贝尔的那个自恋男的名字到底叫什么。我左思右想才想起来啊，叫做加斯顿啊。来，我们这个加斯顿餐厅，我看一下哦，大家知道是谁吗？哦，好，大巴老师伊拉塞啊，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塔塔降落了，伊拉塞，欢迎啊！谢谢大猫老师，谢谢你过来看猪猪，然后也感谢我们塔塔降落到我们的频道了，伊拉塞。没关系，不知道是谁无所谓，总之他不是重点，而且他只是个配角，而且他很自恋，他喜欢贝尔，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的自恋，不重要。欢迎你们的降落，Aaron，你的那个抽奖的那个尾牙中奖的奖品已经寄出了，记得这2天可以注意一下简讯哦。谢谢我们塔塔的降落，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凯频道，咱迪凯频道真正有够够水，那够水啥回来我们知影。我这支频道非常的可爱，也非常的精明干练，谢谢大家。哇，其他美女野兽还有那些茶具没有关系，那些是重点，那些才是重点。至于加斯顿是谁，只知道他们家餐点还蛮好吃的，对，然后是谁不重要。欢迎你们的降落，谢谢你们来到朱迪卡的频道。然后迎接着你们的降落的同时，刚好我们刚刚也在介绍，就是本次我们从3月份开始，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汇集，叫做台湾话猪组员的汇集，讲。我们谢谢塔塔带着野狐们的降落。那
我们趁着这一波降落，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很开心又获得了文化部语言友善环境以及创作应用与推广补助照，耶！谢谢文化部爸爸再次出手，对于我们频道真的非常的青睐，也非常的肯定啦啊！选股大哥也拉赛，我们非常厉害的这个台语老师选股大哥也来到本频道哦。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获得了这个补助，我们就左思右想，希望我们这个补助也可以回馈到我们非常专情的会员身上。于是我们在2月份就已经加开了这个150块的台湾话猪组员的这个会籍了，啪叽啪叽啪叽，欢迎大家即刻升级起来。那如果说您已经是这个台湾话猪组员以上的会籍了，例如说你300块的组长，咱组长哈。还是600块的经理咯，600块非常崇高的经理人，或者是我们尊爵不凡、非常非常多元的这个我们高阶会员乙事主，甚至是我们的3800萌新哦，基本上都可以获得我们6个月文化部爸爸替我们赞助的小礼物。那至于小礼物是什么，每个月都不一样哦，而且每个月都是我们小精灵亲自帮您邮寄。那邮寄的部分呢，可能要麻烦您各位填一下表单。表单的部分呢，基本上就只要你加入我们150块的这个台湾话猪组员的部分，你们就可以在我们那个社群的贴文看到了，因为那个社群贴文是有权限的哈，只要你加入，你马上就可以去填单。填单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把尊爵不凡的这些可爱的算是小礼物回馈到您的手上哈。那这里啊，想要麻烦大家填单的同时，也要跟大家说，谢谢你们的支持，以及我们的高阶会员呢，享有免填单资格，啪叽啪叽。好，高阶会员的部分，为了感谢您各位就是长时间以来的加持跟支持哦，这2个都很重要，所以基本上就由朱迪卡帮你们填单了哦。所以说某一个月你没收到，就对高几率朱迪卡要跟你磕头了，朱迪卡没有填单就这样子，对，但是我希望它不会发生，也不会让它发生，好不好？那这次我们3月份为各位准备的这个明信片很漂亮哦，是我们骰子老师替我们绘制的，对，非常感谢吴兴老师替猪猪算是真的是撰写一系列，这是非常专业的这个企划的部分，整整6个月，而且每个月我们的小礼物都长得不一样，好，欢迎大家都可以支持起来，我们这一档只有6个月。很快的，我们3月的部分已经过了一半了，欢迎要升级的，趁现在我们加入几个月就收几个月，好不好？对啊，只是每个月都要填单的部分，要麻烦大家一下了，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欢迎来到迪开跟的，我们现在正在跟大家介绍，台去日本对日本做了些什么事情？我这次是带着非常非常台味的讲，等一下哦，这是积累。我这是带着非常非常台味的特选生草专业金棚，有我们牛妈，我们御用美编小姐 AKA 先生牛妈，到底是先生还是小姐这个不重要，因为她太美了，美到我不晓得她是先生还是小姐哦。我没有讲干话，牛妈真的很美。对，我这次带着我们这个非常专业金棚的这个漱口袋，对，我们营造着非常满满的浓厚台味，我们带着这个漱口袋去日本，对，我只能说非常的实用，非常之正确，对，因为它不管就是在装任何的小点心，或者是你可能外出什么东西突然吃不下了，他们店家又无法提供外带，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非常专业金碰的漱口袋马上拿出来，形成了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摩基开迪马斯的一个外带形式啦哦。好，谢谢大家的加入。对，一讲的那种小姐流氓很喜欢狗的自恋，爱马华生那个背哦。对啦，美女野兽，我等下再跟大家讲。有个问题吗？画面中那位美女是谁呢？画面中间，请问有美女吗？我们刚刚画面中间哪一位美女呢？哪一位？哦，哪位？我们刚刚画面中间美女，请问我看一下，我们刚刚画面中间有美女是不是？我们刚刚画面中间，我看一下您说的是哪位美女？这么美，我一定要就是好好的来搜寻一下。您说的是这位美女吗？她是真的非常的美，对，我也认为她很美，美到一个不能再美，对。哎呀，这个话题唐突的，自肥自己的。小新老师，我觉得你好善良，小新老师。您说的是这个美女是吗？疯狂自肥自己好啦。
我这一趟其实又带着我非常台味的这个嘎基德亚，果然这次去日本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日本的风情以及日本的和服这个部分哦。然后我左思右想，我觉得嘎基德亚，我去年其实也是有带着我的嘎基德亚去日本穿和服，好不好？那去日本穿和服的这个部分呢，来跟大家对照一下。我觉得去年偏保守啦。好啦，聪聪，我知道你在讲那一张，我知道。就是我为了要自肥我自己，我最爱自肥我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的嘎基德亚跟日本和服，我觉得是非常相配的。这个是我想一下，去年3月份去日本的时候的和服穿搭，因为那一天我过去非常的冷到我今天皮皮穿，我记得那个时候已经要接近0度了，大概那个温差在3度5度之间，而且那一天是中午中午还来到3度跟5度，你知道吗？所以我记得去年3月底去日本非常的寒冷，对，那一次我就是拿着嘎基德亚就跟店家说，我想要迎合这个嘎基德亚，这个台湾 boy 呢，Gyoshi bag， 这个在日本叫做鱼丝带啦 ，Gyoshi bag 就是他们在捕鱼在用的这个鱼丝带呢。我就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要自己挑选适合这3个颜色的和服的部分。于是我这边选了很久，我就自己在去年搭配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形式。当然，我是觉得很 OK， 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可爱，我自己很喜欢。但是今年度我更加的觉得。其实日本大正昭和时代的颜色的那些传单的风格，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牛妈应该马上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例如，我想一下，因为日本它在我们台湾日治时代的那个当下留下的那些风格，是我认为最宝贵的美术风格。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要在南部这边才比较看得到，尤其是台南这边有一些店家，甚至有些古迹还保留着可能昭和大正时代的那些风格。那我现在给你们看一些传单，你们大概会比较有印象。就这一次我特别去日本，故意配这个，乍看之下像是台湾红白带。但是其实它跟嘎基德亚真的非常非常的合搭合痛。等我一下哦，我找一些那个昭和时代的传单给你们看，还有大正时代。大正，先从大正开始好了。4个ありましたよね。很棒很棒，马上就有了，等我一下哦。就我自己，我觉得其实现在台湾走一种复古风，然后会让我觉得说，其实我们是在怀念那一些以前的那个所谓可能已经过去的那个风格吧。我在想，广告单。好多好多，等我一下哦。你们等我一下，马上好。これも。好。OK， 好，我把我去年的那个和服造型先放在中间，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比较偏向以前昭和时代或者是大正时代的这些传单风格，有没有？其实跟我这次去日本的穿搭其实是非常迎合的，对，所以我这次就是我选了一件基本上很多人不会去选的花色。就是这个花色基本上放在那边，我相信已经放置 play 很久了。因为说真的，和服店会过去穿的基本上就是外国人居多啦。对，所以我看到很多欧美人士、东南亚的，然后南美洲的，然后当然我们台湾人也蛮多的，然后还有韩国人，好不好？那各个国家的观光客，都有过去在这间和服店做选购。对，但是选来选去，他们绝对不敢选我这件，因为这件实在是太过强烈。可是我当初看到这一件，我就马上把它抓起来，
我就跟店家爽着说我要这一件。那店家就觉得说，就也不是不行，然后他就说好，那这样的话，朱小姐，请你去挑一下，就是你要的帯選んでください，就是你去选一下你要的那个腰带的部分。他就马上就很贴心的帮我挑了，就可能橘色系、红色系、粉红色系过来跟我选。我就说可以的话，我就拿出我的嘎叽嗲说不好意思，我希望可以迎合这个袋子，所以请给我蓝色的，就是请给我蓝色的帯をこれ。青いのが欲しいだからこれをください，请给我蓝色的袋子，这样子他就好，没有问题。对，所以其实我再给你们看，就是传单，你们去做对比。其实大正昭和时代他们的传单风格颜色是非常对比、非常大胆的哦。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我敢这样去大胆的做一些对比色的和服上的配色，是因为我觉得这绝对好看。对，所以我自己这次配出来，我反而是比去年搭配出来的这个风格还要再喜欢，就觉得真的是配对了所以配对是ぴったり、やっぱりこれがいいね、やっぱりこれが選んだ方がそれが正しいというか、ぴったりぴったりぴったりやった就觉得真的是太适合了，而且完全就是我想要走的一个风格。对，然后就是一个观光客嘛，对，就想带着嘎吱嗲去日本再留下一些什么东西。对，所以这次的和服造型我觉得运气很好，是我们遇到了大晴天，热到一个不行。但是因为你穿和服基本上如果是温暖的天气的话很凉爽哦。对，而且它也不是夏天这么热，我们那天去穿和服的时间我记得是差不多穿出来就正中午了，但是温度落在大概20度上下，其实很温暖，然后也不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寒冷。对，所以这一趟日本行我真的觉得运气真的很好不管是各种天气部分，还是说就是各方面的行程都很顺利这样子。是我们大宝老师23个月住在家园，老师啊，你的身体刚好。老师，你前阵子不在的那几天，我以为你怎么了？我以为我们的丢皮专辑是不是没有了？然后老师这一趟非常，只能说非常非常大佛风格的，从那个韩国飞回来之后太累了，老师这样形容太累了，然后整个可能声音前阵子是完完全全没的状况老师真的要保重。对，还真的有点像阿宙出生的年代，是不是？对，所以其实我在去年的我们的募资专案，可能你们也会发现一些比较类似我们想要走向这些风格的一个募资平台的一个美术风格。对，然后在这里我真的也超级感谢牛妈，那个时候帮我们的募资的这个算是主视觉的这个图片真的把星系名体真的是做得惟妙惟肖。那时候牛妈做的这个风格我真的觉得也真的是非常传奇啊。等一下牛妈等我一下，牛妈那时候帮我们做的这个募资的那个主视觉的这个星系名体的部分，我去翻一下。大家如果对我们募资专案虽然说已经结束了，但美术风格我真的觉得留下了很棒很棒的一个里程碑啦。等一下牛妈做的那张我把它封存在哪里了？牛妈做的那一张嘞，如果现在找不到没有关系，我们朱蒂卡的这个募资平台永久封存在我们的这个挖贝平台对，我们那个平台就是上面基本上就是都会，我们凡募资过必留下痕迹啊。等一下我找一下牛妈那个超级漂亮的那个星系名体的那个。我把它存去哪里了？等一下，因为我前阵子有大整理一下我自己的下载区。牛妈那个真的做的超漂亮的，牛妈啊，有了，这个有没有？其实这个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大胆系的配色。然后我是觉得牛妈她在美工上面的美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厉害，这就是为什么牛妈每次看到那个星系名体的一些可能配合的不是很好，迎合的不是很好的美术风格，她可能就马上吐血。这个我不是不懂，对，因为星系名体你要把它做得漂亮实在是太难了，对。但是我们这边就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牛妈有办法做得很漂亮呢。
好吧，所以就是这些美术风格，我真的觉得对于我的频道的一个风格上面的参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啊，所以就是光是这个和服可以跟大家聊这么久，是因为我真的本身就非常的独爱这些大正时期或者是昭和时期的这些传单，真的非常的喜欢，超级差点倒在产生没有事，做的都吐血了，是不是？牛妈谢谢，对，所以就是其实我这次就是找到了这件和服，说真的完全没有人跟我抢啦，因为这个风格太大胆了，但是说真的你配起来照相起来效果真的很好，对，所以我觉得带着嘎吱等下去游日本，你可以发现有很多很多其实在文化跟文化之中的融合其实是息息相关，而且是完完全全是连接得上的。对，目前还是扛住了吗？谢谢大宝老师又把我一肩扛起来，老师你不要扛到倒下去了，老师。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现在的实体专辑也是很努力的在产生，在生产中。老师开2支了，加油，老师，好不好？那我们实体专辑的预购的算是资讯，没有意外的话，我们也希望大概在3月底4月初会让大家知道，请大家拭目以待。在那之前，请跟我一起集气，帮这个 Double 老师集气一下，他身体健康，可以好好的复原这样子。身后一拉塞，边拍边呕出，即是等一下，牛妈你不能走，牛妈。但是我们的成品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好不好？知道牛妈吃了多少止血草吗？我怎么会不知道呢，牛妈？对，就是因为如此，我才要说你是我们频道最美的美编，没有人可以美过你了。你看你吐出来的那口血，那口胭脂，就如同你的容貌一样美，你知道吗？对不起，我在讲干话了。好了，谢谢大宝老师各种扛哦，谢谢大家。就是我觉得今年度其实基本上也是没有一天不忙的啦。对，那即使可能跟大宝老师一样的时间点，可能2月24就是大宝老师飞韩国，那我这边飞日本。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这个团队真的是很有默契耶，因为其实我们2月24一起齐飞，一起算是我算是自己安排的员工旅行好了，跟悟生老师，那大宝老师他们那边就是我在那边员工旅行嘛。但很巧妙的是在227的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我们一起就是在我们的群组发了就是很有台湾纪念性的人事物。我看一下我那个有没有截到我的电脑，等我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值得分享，就很奇妙，就刚好在那一天，而且因为毕竟台湾228对于台湾人真的太有纪念性了，对，所以我就是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我们就在27号大宝是发了就是台湾形状的肉肉，然后我那天发了台湾形状的算是洗碗的海绵之类的吗？等一下哦，好像在我们的群组的部分我看一下，我要找一下等我一下，我不知道找不找得到，等我一下哦，我想把它找出来，等我一下，等一下哦。有，我找台湾肉就有了。有，我找到了。我的面部打我，好痛哦！我的面部刚刚自杀，他还打我。等一下哦。好，我们从牛妈身上看到不少鲜血是吧？林黛玉，你要不要这么虚弱啊，牛妈？是在血里面找到牛妈是吧？难怪牛妈这么美，就跟胭脂一样美。有，我找到了，在我们的群组，就其实在227，你看在227的时候，大宝老师他去吃烧肉，而且还获得了台湾肉，你知道吗？而且那天我跟悟仙老师也是去吃烧肉，很巧。然后那天就是大宝老师那边是分享的台湾肉，我这边是分享的很台湾的海报，给大家看一下，海报长什么样子。
就是那天其实我跟吴昕老师就吃完烧肉之后嘛，然后我们就去逛那个什么，算是就是超商啦，就是四吧，不是超商，超级市场四吧。然后我就远远的看到说，这个怎么我居然可以在日本看到台湾形状的这个洗碗的海绵，我就觉得很感动。就近距离一看，它该怎么讲？它不是故意做成台湾形状，它只是一只很可爱的海豹，只是被我就是看成了台湾的形状，就被我看成了台湾的形状，我就觉得好有心哦，所以我就刚好在228的凌晨，我就发了，在 Twitter 发了就是我们的状态啦，就台湾加油228，对，大家那种感觉，也没有特别多提什么这样子，对，只是觉得说，虽然说两边在不一样的行程，可是就很巧妙在227都发现了台湾的东西，这样就觉得好感动哦。对，所以其实我有时候都觉得说，去日本玩，我自己都会觉得，就像我之前在 Twitter 分享的啦，可能我觉得台湾什么都有了，我才会物欲如此的低迷吧。就我觉得日本好玩，很干净，有它的文化，我去体验。可是我永远没有办法放下我自己是台湾人，或者是背对我自己的文化，就放手去把我自己的一个文化做一个无视或者是践踏，这个我比较没有办法。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出国还是会带着很多台湾味的东西去做一个融合。我觉得每次在找寻这些融合之中，我都会觉得很享受，也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很多东西都会是惊喜，你知道吗？对，怎么讲？又是明明是面部欺负我的手手，对，结果是海豹，所以我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哦。对，所以就是刚好大宝老师有兴趣，我就帮他带了一只回来。我就不知道大宝老师居然对这个有兴趣，我就带了一只回来，这样。说怎么没有欺负脸部？对，超级可爱。3哥一拉下来，你今天断腿了吗？纳豆超赞的好吗？纳豆超赞。对，然后我刚刚就是分享的还蛮零碎的，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那一趴在塔塔降落的时候，我们是在分享那个迪士尼的部分。对，但是我跳着讲，是因为哎呦，就是说很漂亮，就 Q 出来了，我就说这个，就这个是不是？好啦，我们继续回到迪士尼这一趴来。对，因为我觉得刚好就是趁大家降落的时候，我正好把这一次也算是蛮重点的重点秀给大家看，以及就是每次有机会去日本，我都希望可以尽其所能的把一些台味做融合。对，因为我觉得身为台湾人，我觉得我很爱台湾，我也很向往日本，可是我觉得台湾一定有我们所不知道更加珍贵的地方，希望可以发掘给大家看这样子。好，我们回到迪士尼，咱中到等美诺。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在《美女与野兽》的这个作品里面，很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它却是这次《美女与野兽》主题的主要的餐厅。对，加斯顿。来，我把照片弄给大家看。而且在这里啊，吴昕老师很可爱哦，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行为。等一下哦，好，这个是吴昕老师的手手。等一下哦，等我一下，我存一下吼。好，我们回到了我们加斯顿的怀抱。好，就是这位自恋男吧，自恋男，好不好？就是会在《美女与野兽》，就是好像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没想到就是居然在迪士尼的这个《美女与野兽》的这个主题餐馆居然是他哦，居然是他！谢谢和服很美，我也觉得超美，都知道美的，都被自己美醒，对，这个很重要。跳着讲不累吗？不会啊，因为就是趁着大家降落，然后刚好我可以宣传一下文化部爸爸替我们加码的这个台湾话猪主园的这个部分，然后又被 Q 到说什么很美啊，我就只好把那个和服照拍出来啊，对啊，太美了，不是吗？好了，我们回到加斯顿的怀抱哦，我们在迪士尼的这个午餐的时间，我们这个美女野兽餐馆加斯顿餐馆，对，就是在追求贝尔的这位。我都称他为自恋男，但是他们家的餐厅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迪士尼就是这样子啊，东西贵虽贵，可是它真的可以让你就是完完全全五体投地的，就是付出这个钱，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去年我不是很完美的
把迪士尼的很像其中一个餐馆，我想一下，我好像是爱丽丝梦游仙境那边餐馆的其中一个甜点变成在地美食吗？你们还记得我当场又获得了就是另外一个新的一模一样，然后那长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我去找一下，好，去年的那个在地美食翻给大家看。我真的很容易把东西变在地美食，真的太爱台湾了，过度爱台湾。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地美食，在地美食这边应该有做记录。等我一下，我一定要把去年的在地美食翻给大家看。有了，我找到去年的在地美食了。我觉得他们只能说日本那边，他们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员工训练啊，或者是服务业压力都很大，所以每次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每次都可以笑笑的面对任何不管是什么样形态的游客，什么样形式的一些状况，真的觉得他们员工训练真的都很专业。对，五体投地付出这个钱吗？怎么觉得好像怪怪的？能从文化部挖钱不简单吗？我觉得我们不要说挖钱啦，我们获得了赞助啦，那不简单的，我觉得是悟心老师跟我们的算是第二臂阿公的两位老师的部分，他们两个真的不简单，他们两个真的是我认为在文化推广可以遇到很棒，然后让我觉得很贴心的伙伴，然后也是能力很好的伙伴，这样子跳着讲不累吗？主播是不是有吗？主播都边深蹲边聊天了，是不是？好，然后我们有什么心甘情愿付出这个钱吗？你说的也是哦，盛虹，在地美食没有错。等一下，三哥，你还记得我讲的那个在地美食？讲去年我就是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那个餐厅，结果我吃到一半，我就不小心掉了，然后掉之后就我紧张的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贪吃的女人，我是会为了就是这个东西掉了，然后发出哀嚎的那个声音的女人，你们也知道。对，如果今天只是我的衣服掉了，我还可以捡起来洗一洗算了。但这个东西，它就这样子硬生生掉在那个餐厅了，我没了，我整个人完全没了，我难过到不行。结果下一秒，他们的员工马上冲过来大丈夫ですか？然后马上就慰问说これですね，これ我那时候跟我问什么？大丈夫です。もっと一つをちょうだい。他就跟另外一个员工讲说，もう一つちょうだい。如果他今天是跟我客人讲的话，他不会跟我讲ちょうだい，但是他很像在吩咐下属说，请再给我拿一个一模一样的给我。これも一つちょうだい。就跟他下属讲之后，我心里想说，怎么了？是要拿什么东西过来吗？是有什么贴纸？是有什么奖品、慰问品之类吗？就不到30秒，马上就拿出了这个，他就直接拿过来说：“これを持ってください。”我说，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我真的可以拿吗？我现在也当贴吗？我那时候其实还反应不过来，我现在正在为就是地板上的那个在地美食而难过的时候，他已经拿过来了。他也叫我好好的拿着，请小心的那个当下，我还反应不过来。もらってもいいですか？言いながらもらいましたね。对，我就是边讲着这句话，我可以拿吗？然后我就拿下来了，口嫌体正直，你知道。然后当我接下来的那一刻，当我再看一眼在地美食，他们已经清完了，他们就在那30秒已经清完了。然后我就当下就是拿着我这个新的，好，我不要叫在地美食，这个新的甜点在那边有点发呆的状况下，就是超级震惊，就有点想流下泪来，就是流下泪来是觉得说，我的情绪非常的复杂，就是我刚刚在为我刚刚的在地美食而流泪，但是现在又获得了一个新的不是在地美食的这个点心而觉得感动，这个当下就觉得说，他妈你们那个员工训练每天到底要戴上多少的小丑面具，要花上多少心力做员工训练，妈呀的这种感觉啦。对，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感受到他们其实
这些东西其实真的是游客在每一个细节都可以体验到他们的用心，都可以体验到他们都会认为说，搞不好真的很贵，你知道吗？搞不好1年或者是一辈子就来一次，他们就希望你可以在每一次的体验里面获得开心满足的回忆。我觉得他们做到了，就跟我每个月我都觉得我的高阶会员可能都是最后一次加入了，这种感觉你们懂吗？对，虽然说你们就这样狠狠黏了快4年，都这种感觉，你知道？对，那我今年呢，我又很完美的把其中一个东西弄成在地美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喝乌龙茶，我那时候就在喝这个乌龙茶，我在加斯顿餐厅，我在喝乌龙茶，而且左边那个手指是吴昕老师手指，我觉得吴昕老师手指真的很漂亮，他手指真的是细长型的，对，我就在喝乌龙茶，那聊天聊到一半，为什么他又在地上了？为什么？谁可以回答我，为什么聊天聊到一半他又在地上了？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又变成在地美食，我就怎么又在地美食？然后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是坐在就是餐厅的某个角落，我真的觉得我们运气很好，是因为其实我们当天去餐厅的部分也算是人满为患的状况下，但是我有一个算是餐厅找位置的优势，就是我很会观察人家有没有要走。对，就是观察可能这一桌应该吃的差不多了，我就会稍微走向前看了一下对方的表情跟眼神，然后刚好我走过去的当下，就是其中有一位妈妈就跟我使一下眼色说请我们过去坐，因为他们要走了。对，所以这个位置我们是马上就找到，但是为什么就聊天聊到一半，我的乌龙茶就变在地美食了？可是因为当下我们坐的比较角落，所以就是服务生没有听到，工作人员没听到的状况下，而且我觉得说乌龙茶这个东西，我完全没想到说会有再一杯的这个福利，我就觉得可能就跟服务人员通知一下说不好意思，我给你打翻了，就可能造成你的困扰，这样先跟他讲一下，这样就好了。那我就通知完之后，他就跟我讲说乌龙茶ですね，我就觉得这句话不对了，你知道吗？他就跟我确认说これは乌龍茶ですね。間違いなく乌龍茶だよ。他说没错的话，您这是乌龙茶是吗？就跟我确认这件事情，然后我心里想说不对，你又想干嘛？就他真的又拿了一瓶新的，他又拿了一杯新的乌龙茶过来啊！我的天哪！我就心里想说怎么又来了？我真的觉得很抱歉，我这一趟真的觉得乌龙茶打翻就算了，我很抱歉，但是真的还是拿了一杯新的过来，我的天哪！哎。只能说就是当下我很抱歉，但还是很开心啦，还是超开心的。我没有跳的这种，第一他是在地，对，是美食的在地化高手这样子吗？薄荷问你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又变成在地美食啦，在地美食推手，不是这样子的阿成，又是在地美，对，我为什么今年也有？我真的觉得我去年也有，今年也有，我是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暂时不要去迪士尼好了，我真的很抱歉。好啦，所以我们那一天午餐的部分我们第一天是去那个Lando， 就是陆地的部分。对，那陆地的部分我们就午餐就先选择了加斯顿餐厅。然后那时候其实他们的那个餐点的名字非常的中二，見てもわからないね。我就在点餐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问服务人员说，请问你们那个なんとかセットこ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然后他们其实也解释不出个所以来，你知道吗？我说本当に見てもわからないね、これは一体なんとか制度ですか？然后他就念完一次，然后跟我讲说，这个制度叫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やっぱり全くわからない。とりあえずこれは何なんですか？然后他就说ちょっと説明しにくいですね。これハンバーガーかな？就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你知道吗？就那一些套餐，他们就是也算是很有心的去命名，可是命名之后，你其实有些东西你要真的点了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那时候就跟吴昕老师讲说，好，我们就点一个餐，我们先看一下到底里面是什么东西，然后喜欢的话再去追加。所以这个是我们头一次先点的套餐，还不错啊，但是蛮好吃的，而且也有沙拉，对，就是五谷什么都有，很营养小峰你好，伊拉塞，欢迎来到迪卡频道，欢迎来到朱迪卡的频道。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我对日本做了什么事情，不是
对，我带着我的嘎基碟啊，对，去做一个民族性的融合。对，我的嘎基碟啊，在哪里？碟的位，对，碟的位，碟的位嘞。对，我带着我的嘎基碟啊去做一个民族性的融合，然后又对了迪士尼的餐点做了一个在地美食化的一个融合。对，大概是这样。迪士尼小姐你很眼熟。我希望他不是因为这样子认得我啦，所以迪卡猪们很容易出现在地美食。我觉得我在台湾还好为什么在迪士尼这么容易把手上的东西变在地美食啊？好啦，这是我们在迪士尼浪岛呢喜度过后呢，但中道等的是在加斯顿的这个自恋男的这个 restaurant， 这个餐馆我在这边用餐，用餐，不，陈胜伊拉塞。好，说真的，我觉得他们的点心还有餐点真的都不难吃，而且真的非常有主题性。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第二天去海洋的时候，我们去彼得潘那边的餐点。彼得潘那边餐点啊，还有这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来，这个吴昕老师五告勾追耶，这个你们知道吗？你们去迪士尼乐园吼，您去迪士尼浪岛吼，你若是头一摆去。会当领这恁敢知？贴纸的台语没怎讲，这可得死了呢，もらえるよ。就是你第一次去迪士尼的话，你可以去跟他要说，我是第一次来，我头一摆来，我想要贴贴纸。好啊，人员他们就会很可爱的写给你，而且是你专属的贴纸。他们真的会很贴心的问你说，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然后请问你的生日是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巨细靡遗的，就是写上去让你带回家，这样。听起来好有趣吗？谢谢小峰，我也觉得好有趣。下次去迪士尼看一下门口被在地美食制造者名的啊！不行，我觉得会是榜首。说人家看不出来里面是什么书，除非你们凤梨酥没有错，我们老婆饼里面也没有老婆咯，是不是？我们太阳饼里面也没有太阳咯，是不是？不是，不能这样说，有吗？即使是如此，我真的还是觉得太阳饼很好吃，凤梨酥有很好吃，对，有啦，我们现在有土凤梨酥嘛，对不对？然后そうだよ，誕生日ももらえるじゃん。所以其实我的日本朋友都跟我讲说，猪猪啊，即使不是5月去，你也可以领啦。对，所以其实我去年3月去，然后我去年是4月去，今年是3月去，我一样都有领到生日快乐。但是我这一次原本是想帮吴昕老师领，所以我就故意有陪他一起去那个点餐的吧台，然后等吴昕老师确定要什么之后，我再跟服务人员讲说，この子は初めてディズニーランド来ましたよ。このシール、確かにこのシールもらえますね。我就说这一位呢，他是第一次来这个迪士尼ランド呢，那没有错的话，应该可以领你们的贴纸，对不对？もちろん。然后人员就很热情哦，就点餐完就跟我们说好，你们在那边等一下，然后就马上拿出了纸跟笔，要吴昕老师写他的名字跟生日这样子，对，然后大抓哟对啦，叫做大抓，用袂记记啊，小凤，恭喜啊，叫做大抓哟。然后那时候吴昕老师就很忙啊，吴昕老师就说要写什么，我说拍谁要写你的名字跟生日呢，就完全是出卖他这样子。就吴昕老师很好笑，他居然跟我上面写 DIKA 迪卡，他居然在上面跟我写迪卡，我就说違う、これが私の名前じゃん、君の名前だよ、私の名前じゃないわ。我说不是啦，不是要写我的名，是要写你的名啦。因为吴昕老师他很可爱，他就是害羞了，他就是可能当下不知道怎么办，他就先写我的名字。我就心里想说，其实我去年有领到，我想说去年领到就好，没关系。结果反被他出卖，你知道？他就 DIKA 写下去ディカさんですね。我就说違います。これは私の名前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子の名前じゃないよ、じゃないですけど。然后我就快点跟他讲说，你等我一下，对，我请他好好的写他的名字出来，这样子。对，就是互相出卖彼此，你知道？
好啦，所以就当下我们在柜台就要到了，就是乌星老师的初めてのシール，还有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のシールですね。对，然后当下我也就是跟着被出卖了，就是迪卡桑的这个贴纸我也领到了，就是我真的谢谢你啊，对，彼此出卖彼此的这一趴超可爱，我想说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听一下，这一趴真的超可爱，所以我这个贴纸我又带回来了，很可爱。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来。我们去迪士尼的第一天，其实那一天哦，我会觉得运气很好。虽然说下大雨，都下不哩，嘿，那塞大雨真的滴滴了的，然后呢，规工都累了吼。我们去迪士尼第一天真的下一整天，真的没看过这么水汽这么严重。这么不要说严重了，水汽这么重的日本真的很难得。因为日本如果说下雨的话，大概是丝丝细雨。丝丝细雨，像我去年就大概丝丝细雨，然后因为很冷又下雨，也玩到了很多设施，因为没有人要排队嘛。然后今年我那时候看了一下天气，我现在的形容工啊，那个歌的猴啊，歌舞堂圣啊，我想说又下雨了，又有得玩了。结果过去那边这个雨，哇靠，非常的丰沛，雨量之大的。所以就造成说又没什么人要排队的情况下，我们又玩了很多。我们在第一天其实也玩了很多，然后第二天的部分稍微有些放晴了，对，但是很爽第二天的彼得潘，迪卡玩3次，你知道吗？你知道彼得潘3D 这个设施非常非常的热门，而且是会让你真的是身临其境在飞翔的那个设施，我们玩了3次我真的好爽哦，真的就是爽排很多很多，就是一些热门的设施完全没有白去。然后彼得潘的餐点我觉得长得也很漂亮，给大家看一下，就完全也不晓得那什么东西我那时候跟工作人员讲说すみません、このなんとかセットピーターパンのなんとかセットですね。然后他说はい、何ですか？このピーターパンのなんとかセットはね、こ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ちょっとね説明しにくいですね。他们真的很爱用这句话，你知道吗？就这个很难形容呢。然后我就说好チキンですか？豚肉ですか？牛肉ですか？それともこのデザートは何で作りましたか？一下他们也实在是很难解释呢，好，只好就是我们也点了一份过来看一下，就这样子。对，至少这个鸡腿我们是认得出来，一叫做鸡腿，一叫做 chicken， 一是鸡腿，一应该是好吃所以这个鸡腿真的好吃，好好吃哦。所以彼得潘的餐点，我觉得它迎合了很多所谓他们的主题性的一些梦幻岛，然后而且有看彼得潘，他那个盒子上面有感觉像小朋友涂鸦的那个蜡笔，或者是感觉雾的那种水彩的那个风格，有没有？其实那是故意的，对，因为他为了迎合就是彼得潘，等一下，怎么变这么小？怎么变这么小？好，他那个盒子上面的这个有点小朋友涂鸦式的这个风格，其实那是印上去故意的，对。乍看之下就很像说是不是餐点太油，或者说碰到水，然后整个就刚刚油起赶快其实不是就不是融化，也不是说什么颜料褪色，是真的它印上去就有那种小朋友的那种梦幻岛那种感觉，对，大概这种感觉我就觉得好可爱好可爱哦。这些餐点就是它虽然说有一些贵没有错，真的有淡薄贵不过魔法は含まれているからね，有魔法再加上不拉多呢所以就觉得可以，就是我们去体验一下他们的餐点，对，然后大家又一起吃，就好好吃哦。这物件爱到顶家卡喝家，这个东西真的就是要一起吃才好吃，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这一趟虽然说迪士尼常常会被我姐妹说真的是排队圣地，可是我觉得连续2年都有机会去，我倒觉得运气都很好就第一刚好都遇到雨天，然后都可以有很棒的一个算是设施上的体验吧，因为就不用排太久的队嘛。然后虽然说天气有点冷，可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太怕冷的状况下，就觉得玩得很尽兴，而且再加上我觉得在地美食的加持，真的就让我觉得对这个地方印象真的很好，你知道吗？就在地美食的加持，我就觉得就朱迪卡蓬虽蓬，但是总是就是蓬蓬的，然后可以带来一些福气。这个
个时候我就会承认自己剖了。Ella 伊拉下一年去吃一次还好，对，就是我觉得反正一年去一次的状况下，然后刚好就是我这边就是去年买错了票，吴昕老师又愿意跟我一起来，我就觉得其实很感谢他。对，所以我们就是这次的餐厅，我们就是觉得说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我们都先点一份看看，然后喜欢的话再追加这样子。不错呢。不过彼得潘餐厅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是室外的啦，也就是说它是比较，它不是。它虽然说有屋檐，但是它不是密闭式的，所以我们那天在彼得潘的餐厅吃饭有一点冷，对，有一点点冷，对，就是，但是吃完之后补充的热量，我们又快点去冲一些热门的一些设施之类的，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在地美食的加持。伊拉夏，你这2天记得帮我注意一下那个什么便利商店的那个收货通知之类的哦，谢谢。然后我看一下迪士尼的部分还有什么要分享。其实迪士尼很多东西分享，但是我觉得重点大概是这一些。好，迪士尼的部分来，他们的这个新馆哦，就是配合着他们真的非常贵的那个什么。你们知道迪士尼的饭店有一个非常非常资本主义的一个新馆饭店，叫什么温泉乡饭店吗？真的有够贵耶贵，真的是，这就是看看就好。它就是在迪士尼的最新的园区里面，然后我们因为彼得潘就是在最新的园区嘛，那这个彼得潘最新的园区里面涵盖着乐佩，然后彼得潘里面的那个小小的小叮当，不是那个伸出援手的小叮当哦，是那个彼得潘那个飞来飞去那个小叮当的园区，然后还有乐佩园区，还有那 Lady Go 我们这个就请黑 Lady Go 黑 Elsa 好的那个园区有没有？然后它就在那个园区的最里面，而且最里面之外，它那个算是很豪华的温泉乡饭店的隔壁就是买土产的地方，对，所以我就是逛到最里面。看了一下那个非常资本主义的温泉乡饭店，然后赞叹了一下，然后默默的躲进去他们的那个欧米亚给的店挑了一下。然后我这次也很难得的为自己带了一个艾伦戴尔的法式回来，我想说好像没带什么回来，好像有点可惜，所以我就特别挑了艾伦戴尔的法式，就是那个算是安娜的配色的法式吧，我就觉得好漂亮。然后后面算是也纪念这一趟有过去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温泉饭店真的很漂亮。然后我就买了这个铁盒的一个该怎么讲，好像喜饼的一个饼干吧，对，人家贵到被细贵桑桑。而且说真的啦，台湾的很多饼干真的也做的也很好吃，它就只差没有这么下趴的包装，所以我觉得反正都过去一趟了，那这个铁盒带回来，饼干吃完，我至少这个铁盒可以拿来收藏一些，可能你各位尊爵不凡的这个高阶会员的一些可能要出货的明信片，或者我们从3月份开始，我们这个尊爵不凡的这个包裹已经要变成我们的专属包裹了，包裹上面会有什么请勿碰撞，此面朝上，什么易碎，什么精通物品的这个警语什么之类的。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反正那些贴纸我都可以收藏在这个铁盒里面了。那个照片我们默默下载下来，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我们3月份开始我们之前募资剩下的这个贴纸的部分，我全部都会把它整理进去我们的专属的这个出货箱。也就是说3月底4月初出货的这个我们趴趴熊 AKA 福利熊总裁让我们吃的这个凤梨奶油塔的这个包装，从3月份开始就会有算是比较朱迪卡式的专属包材，还有专属的一个印记之类的嘛，给你们看一下。就上面可能就不会印有任何奇奇怪怪的一些非朱迪卡字样的东西了，就真的就会变成说专属的猪猪贴纸啊，还有专属的我怎么没有抓进来啊？等一下，太小张了，不是你，太小张了，等一下我重新下载，等我一下哦。重新下载一下，它现在下载的好小张哦。我觉得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事情，我好开心哦。怎么都这么小张啦？你这样子是要给谁看啊？这样子是要给谁看啊？
这么小招是怎么回事啦？等一下啦，再一次，你要乖乖的哦，不然给你打屁股哦，再一次。好，真的乖哦。好，你下载好了吼。好，他乖了，对，他不想被打屁股，他乖了。好了，我们去年就是大家在收到募资品的当下，应该有发现我们上面的箱子就是布满了很多朱迪卡的元素吼什么金蒙易碎物品啊，此面朝上啊，请勿碰撞啊，还有这个也是伊藤先生当时帮猪猪做的这个算是特别的专属我们的标准字的章，好，全部就会变成说我们3月份的高阶会员的这些回馈出货，变成我们的专属箱的形式了哈，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请加入猪猪高阶会员哈，要加要快哦哈，非常非常多奇怪的福利。对，要说奇怪的福利，你们才会加入，你们真的很奇怪，对，因为够奇怪，对，但怎么怪都不会怪，都不会怪赢我。谁叫我是一个会在澡堂深蹲的女性？怎么怪都不会怪赢我哦。对啦，就刚刚那样，请勿碰撞。刚好听到了吗？好，谢谢，也谢谢 Alan 的支持。对，猪猪在地化之后，对，就有台湾有迪士尼。其实我觉得，如果台湾真的有机会有迪士尼的话，真的也不错哎。对，请勿碰撞。什么排队打屁股，抽抽你怪怪的。好，大概是这样子。我记得迪士尼的部分，大概我们就先分享到这一 part。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吃烧肉这一 part 也分享过了嘛吼，然后还有什么我看一下吼，吃烧肉那一 part 也分享过了，然后还有好次はこれかね。好，接下来好多东西要跟你们分享哦。来，你们知道我这一趟去其实有去吉卡哇的餐厅吗？乌拉呀哈呀，乌拉呀哈，好可爱呀，好可爱呀！这个基本上，因为我其实不太会去知道说有什么餐厅，这个也是我的日本的好姐妹呢帮我订到的。对，因为她就是。其实我觉得吉卡哇他应该还好，但是他每次在我去日本以前，他就会问我说：“迪卡，你最近有没有什么主题餐厅想去啊？”然后我就呀哈，然后他就呀哈，乌拉，乌萨基，阿达里，我就给他一个暗号，他也听得懂哎，所以我觉得吉卡哇真的蛮厉害的，就是即使他可能也没在看，但是他都知道说这个乌萨奇就会讲一些什么呀哈，乌拉，乌拉呀哈呀，乌拉，好可爱哦，有没有？所以这次就是他特别也帮猪猪预定了这个吉卡哇的餐厅，哈，对啊，超级可爱的。然后那时候因为说真的啦，这些主题的餐厅真的也不是那么便宜呢，对，又是一个不是那么便宜的东西，可是它真的也是会让你觉得说可以心甘情愿的花钱，对，因为它就是除了这个乌萨奇的主题点心之外，它会给你附一个就算是一个证书之类的嘛。2代目料理長の気まぐれデザートプレート，2代目就是可能第2代的这个料理长的这个気まぐれ就是阴晴不定啊，心情阴晴不定，这个就是该怎么讲？随便啦，看心情做的这个点心哦的这个意思，好可爱哦！而且它这个莓果啊，还有它里面的这个点心的主题，它会迎合就是可能吉卡哇里面的剧情，像是大家看到的这个酸酸的莓果，就真的很好吃。对，因为里面这个点心吼，它本来就是比较偏甜腻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平衡抓得很好的是，它这个莓果够酸。而且旁边这一小杯啊，那时候很担心，还以为是甜到不行的蜂蜜或者是枫糖之类的，就不是黑咖啡这一小杯是黑咖啡，我就觉得可以了。我就最喜欢黑咖啡配这些非常甜腻的东西，所以
我们的这个乌萨奇的餐点，我真的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因为有这个黑咖啡就加分。我原本想说，我是不是再多点一杯黑咖啡？但是你也知道，那个单点下去的价钱，合台币可能一杯，可能就要200块，才是点不下去那一杯咖啡。所以我就觉得说，我把钱省下来，我就专心品尝这一道所谓的乌萨奇甜点，结果它里面就自带咖啡了，好爽哦！浓缩嘛，我觉得好像不是espresso 嘛，好像不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一般的黑咖啡，因为如果浓缩的话，应该是会更加的浓郁。但是我觉得它是一般黑咖啡，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我就直接把这个黑咖啡加在布丁里面。我不加冰淇淋，我是加布丁，我就觉得哇，这样吃真的超好吃的。而且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可爱的事情，我这个一定要喝口水。我现在想起来我会觉得好可爱哦，过度可爱，就是一个生而为腐女会觉得天哪，会觉得心花怒放的一个情景。我当下真的看到了，我喝口水。好，等一下哦，确认一下工作讯息。身为一个腐女会心花怒放的，好，你们大概知道我要讲什么了，但是我还是要讲。点餐方式就乌拉雅的方式没有啦，还是要跟他好好的讲要点什么哈。就是在我跟我的朋友，他叫做华代，他要讲的旁边呢是3位男性哦。好的，小新老师，我想要请听我娓娓道来，是3位男性哦，而且。我们所谓想到的男性，可能就会觉得说啊，学生族群嘛，喜欢吉卡哇没什么，喜欢吉卡哇的可能学生小朋友很正常。但是我跟你们讲，我觉得高几率这3个熟男跟你各位，甚至比你各位还要年长，甚至我认为他跟我一样5004岁了，应该搞不好比我还大，你知道吗？你知道这3个大男生的反应多猛吗？这3位熟男，好，我先跟你们分析一下，他们分别点了什么。你们如果在看吉卡哇的话，会知道说里面有一些熟男角色。OK， 他们点了风师爷餐，西杂，他们点了西秀师傅餐，然后不行，我现在想到我就觉得不行了，还有栗子馒头餐。OK， 那栗子馒头、风师爷跟师傅这3个角色，基本上就是。在吉卡哇里面就熟男系的，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就是各自点了这个熟男系的餐，然后彼此在那边分享これ可愛いねこれ合ってるねこれいいんじゃん君の一口ちょうだい什么之类的，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他们彼此就会分享说你那个好可爱，我这个也好可爱哦，你这个可以给我吃一口吗？什么之类的。我那时候忍住我心理上的笑意，跟我心理上的兴奋，然后我就不行，我今天坐到这一桌，我真的觉得赚到了，我真的觉得除了乌萨奇的点心很可爱，然后又有黑咖啡的点缀，我觉得值得了之外，我觉得可以在邻桌听到日本男性，而且是3位大熟男，其中1位还是身穿西装哦。他们在那边细细讨论说，我的餐点好可爱，你的也好可爱，我可以吃你的一口吗？你知道身为深度腐女是多么脑细胞爆炸吗？我觉得，而且3位说真的都相当有型，因为我觉得日本人他们对于造型跟打理自己很有一套啦。我觉得他们从小其实就喜字 K わかる？日本有一个词叫做喜字 K， 深美。对，你们去找那个深美喜字 K， 我很喜欢日本的这个词叫做喜字 K。这个是他们那边的日本汉字呢，本身台湾是没有的西字 K。那它这个汉字本身，我觉得汉字本身就已经传递了很多，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你所谓也不算是教养，就是说你的仪态、你的态度，从他们小学时期就会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喜字 K。但这个并不是说你教养好不好，而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照顾干不干净，有没有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不要影响到别人。还有就是说你的礼仪，然后你的穿搭以及你的干净程度之类，你不需要多帅多潮多名牌，但是你必须要让自己看起来干净。还有一些可能身为日本人的这个很
很严谨的习字 K， 那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民族性的东西，对，所以就会觉得在他们这么压抑的这个民族性，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幕，有够兴奋的。对不起，我是对真的会姨母笑，所以我其实这一套去日本，我觉得获得了好多就是对，就这一类的收获，我真的也觉得很值得。对，只是我没有办法用相机把他们拍下来，因为我觉得实在是也很失礼，所以我就觉得这个默默的变成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回忆，这样就好了。大概是这样，这算是在吉卡哇餐厅里面，我觉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吧。对，然后接下来我看一下还有什么要分享的哦。好快有时间来到已经快3点半了，是有种对，毕竟他们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拘谨的国家了，对，就看到他们就是点了喜欢的餐点，跟自己喜欢的朋友，我们不要说是什么喜欢啦，就是跟自己的友人一起分享喜欢的吉卡哇的剧情，还有喜欢的吉卡哇的人物。当下我真的觉得他们好可爱，超可爱，妈呀！好，接下来呢，资金奖的帮的哟。好，我们在根津神社来，接下来猪猪在回台湾前一天后有安排，刚好去根津神社的部分。来，这个就要讲到我们算是这次做专辑的一个对，应该说我不知道对我有没有缘，但是刚好吴谦老师有把他请来我们频道的试听会，我就觉得有这个缘分，很像可以去一下，因为刚好又是离猪猪住的饭店不远的这个状况下。好，我先把一些照片放上来。那资金奖呢？这个来，所以其实我住的地方，就刚刚有跟大家分享，是在阿美横丁，算是比较靠近上野那一带。但是其实我是靠近上野的下一站因为上野那边的饭店普遍又比较高价，所以我是故意找上野的下一站。就是稍微比较有一些比较便宜的一些优惠饭店的地方，但是他那边其实又有很多外国人居住，因为那边离阿美横丁很近。对，然后我住在那边，然后这一趟要过去的时候，就是好像武谦老师有跟我介绍说，其实我们在去年专辑试听会的那一天，武谦老师不是有把30尊神明请来我们频道听我们的试听会吗？然后那天武谦老师还弄到自己就是结束之后只能瘫在地上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其中一尊神明居然是菅原道真你们可以去查一下日本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等一下哦，菅原道真。其实在武谦老师跟我讲之前，我还不晓得菅原道真这位神明，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对于外国的神明没有研究，而且我觉得我身为台湾的一份子，我觉得我会比较倾向于就是好好的跟台湾神明交流之类的。好，所以日本神明那边说真的，我比较没有时间去做研究。对，但是这一次没想到武谦老师有请到菅原道真过来。对，那这个就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毕竟是我们的算是新专辑的试听会。那刚好就这一趟我住的饭店离菅原道真这位神明的神社，就是根津神社，走路才30分钟你说我不去吗？你说我不去吗？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居然有这个缘分，那不然我就真的就是顺道过去好了。所以回日本的前一天我就有特别安排这个行程，而且我觉得我去过去一趟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它是不是20吗？它不是20吗？这个我其实也有查到说它是不是一个邪灵之类的，可是因为其实我对日本的神明说真的不熟，但是不得不说学问之神他的确也是有这个头衔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有查到安倍晴明的对手没有错，但是我觉得可能了解一下可能日本那边的一些神明没什么不好，那我是觉得有这个算是缘分的话，我就过去一趟这样子。结果一过去他们的这个欧米克节，他们这个签好可爱哦。他们这个签是有点像那种这个筒子，小小的筒子，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我手上这个小小的筒子就是他们的签，对。然后结果一抽就抽到大吉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那时候还蛮好开心哦。而
且有没有看到我故意就是把那个我们特选生草专业精烹的这个不是槟榔袋的这个槟榔袋，故意放在后面做一个对比，我觉得超开心的。我做了，就是我抽到一个大吉之类的，然后它这个算是签里面其实算是有一些随机可以让我们抽到一些不一样的花，不一样的这个算是什么？我这个抽到的是 Kokoro， 是心呢，然后反正就是它就是随机让你抽到某个可以做纪念的这个小物，对，然后我抽到的是心 Kokoro 愛情の花，然后愛情に恵まれ心ゆかっていられます良い縁をもたらします爱情之花。但是其实我抽到的当下，我看到是大吉，我很开心。可是又抽到了爱情之花，我还蛮茫然的。对，就是你知道这些猪单身久了，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像，我们就当参考就好了。就单身久了会觉得爱情之花这个可能爱情的恩惠会让心情富足，可能会获得很棒的良缘之类的那这个看了一下就觉得好，我就默默把这个签默默收进去，就实在是很像也没有什么，就好很好，我就把这个爱情对当做我爱着我们家面线的这个心意，对，不管未来的爱情会变成什么样的形式，或者这个爱情我把它带回来变成您各位的一个桃花也好，对，总之我爱着我家面线相爱相杀的心意，就如同我抽到这个爱情之花一样，我觉得这样就很美满了。然后至于这个大吉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本频道在今年度迎来很多很棒的事情，我们可以祈ってます。好，我们可以祈祷一下嘞。对，谢谢 Alan。ZWL 先生已拉塞，齐明的这个人物生活中，齐明作为好人，他是作为坏人的这本史中，他并非恶人。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金元道真还蛮倒霉的。那这样他不是蛮倒霉的吗？对啊，所以我觉得不管怎样，就既然我们菅原道真，我们这个菅原道真的神明愿意过来我们这个视听会听上一听，我觉得就有这个缘分，就过去一趟这样子，的确是参考啊，毕竟这是整体的签。对，爱情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好，谢谢这首杨丞琳的是吗？对，而且我觉得这一趟其实一切都很巧妙，因为好，接下来又是有关于吃的了，好吃的。一切都很巧妙，因为我前老师跟我讲说，蜘蛛啊，你要是有去这个就是根津神社找菅原道真的话，那请一定要吃这个。我说吃什么？这个这个好好吃，你知道吗？これシュクリーム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よ。这叫我够烧喝甲，你刚才我够烧喝甲，真的好好吃这个泡芙。就我前老师说，这间店很嚣张，对。怎样嚣张？他一个礼拜只开3次，哪几天呢？5、6日，只开礼拜5、礼拜6、礼拜日呢，非常之嚣张这样子。我说好，有多嚣张，到底多好吃？我如果有机会吃上一吃，我就知道它多嚣张了。结果一吃下去，果然不得了，有够嚣张。应该说，它真的有本钱嚣张，好好吃哦，超好吃。而且我其实有跟我前老师讲说，其实我并不知道说我有没有时间去跟金神社，然后也不晓得说我是去的时候先去，还是回来的时候再去。对，只是就是种种的行程真的是很巧妙的，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迪士尼是我们先去嘛，对，然后我们移动到市区之后才有机会去跟金神社。那如果说这次我们的行程是先去市区的话，我们就吃不到这个泡芙了。对，因为我们去年迪士尼的行程是到我们回台湾之前才去。对，但是这一次因为各种天气还有各种安排的关系，我就是刻意把迪士尼安排在就是可能平常日的1、2、3、4、5之类的，我觉得比较不会人挤人。然后就因为天气的关系，刚好又碰到雨天，然后就又爽玩很多设施，因为每人要排队啊。对，然后刚好就是回台湾之前，我们就在市区，然后刚好回台湾之前，我记得又是礼拜6还礼拜日的这个状况下。就吃到了，我记得这天应该是礼拜日，对，因为
为我是礼拜一回台湾的，所以就很巧妙的礼拜日就是到了根津神社，然后抽到了大吉之后，真的吃到了这个传说中很嚣张的泡芙，它真的很好吃，它真的有本钱嚣张啦，真的好吃。而且说真的，因为根津这个地方它并不是大站，它是小站，所以他那边的生茶一罐也才日币110块，好划算。所以我在那边又带了2罐生茶回饭店喝，很划算。然后这个是 green， 我记得它也不知道日币多少钱，但是就是很便宜。对，便宜的状况下，然后那时候吴欣老师还担心我是不是排队排不到，就好险，我过去的确有人在排队，但是我记得才排3个吧，就第4个就轮到我了，好好吃哦！邪恶的下午茶时间，对，没错，我就是要邪恶你们。这看起来真的很可爱又好吃，而且我跟你讲，它泡芙就是酥酥脆脆，它是窑烤的泡芙，它是窑烧泡芙哦。然后窑烧泡芙之外，它的泡芙皮外层是有一些坚果跟花生，哦，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对，所以下次到市区有机会再拜访根津神社的话，大家也可以去，就是抽个签看说就是神明有给你们什么样的一些见解，然后也可以去踩一下这间店，好好吃哦，很划算哦，好吃又便宜这样子。对，窑烤的，它这个窑烤的这个算是泡芙的酥皮，先窑烤结束之后，把它取出来放凉，然后再把它算是把它的天顶盖，把它开一个天顶盖之后，再把那个卡士达酱挤进去，很好吃哎，超级好吃。大概是这样，我看一下，然后根津神社之后很像我们就应该就差不多了。好，还有这个在根津神社这边啊，它有一个小称号，就是你们有知道福建道和神社有很多很多的鸟居吗？那在根津神社你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场景，这个是根津神社里面也算是有一些类似那种千鸟居的这个装置之类的，而且说真的，它走起来其实也不短哦。而且它这个小鸟居，小小的这个算是千鸟居的部分，它是你们男生可能会达到头的这个高度哦。就我身高162嘛，就有一些地方已经稍微的要微微的，就是低头才有办法通过。那如果说就是身高有超过可能165的男生，你们可能走进去要稍微的辛苦一点，很可爱，就好像小人国，你知道吗？啊，去维伊拉塞石子大洞好吃。薪水强盗报道好，欢迎恰恰报道。以前做过面包，我个人觉得如果他敢窑烤，对自己的，对，我觉得其实基本上他们就是非常有自信的职人才敢窑烤，因为窑烤你真的不好抓火候，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也算是很推荐大家，如果有去根津神社玩，除了泡芙之外，这个也很值得去照，因为这里基本上我也是等了好一阵子，等到没人我才去照，因为这边很多外国的一些欧美人士也很爱拍，然后就是每个人就来来去去嘛，然后刚好我去的时间差不多也是4、5点快结束了，就是这个神社大概下午5点就算是也不算打烊啦，就要休息了。对，那我就是刻意有挑，就是可能时间比较晚的时候过去，然后趁没人的时候快点拍一拍，然后就快点走人，这样子很漂亮哎，超级好看的。165肯定过得去，等一下，牛妈你这时候恨天高，点一下就好了，对不对？福建大和石那个比较大一点，而且爬得很累。对，福建大和石是那个，其实我记得我很久很久以前有去过一次，大概10年前吧，真的很累。那时候没在健身，真的还蛮累的。对，但是现在我在健身，搞不好只是刚刚好而已。对，因为这一趟日本行，我每天回澡堂就是深蹲、深蹲再深蹲，有够爽快的，你知道吗？爽快中的爽快。好，先去帮小朋友换尿布，好 ，Seven 爸爸辛苦了。然后我看一下哦，接下来还有什么？好，大概我觉得这次的重点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要分享一下，我们乌心老师这一趟真的很会抢纳豆卷，来，真的我们这次战力真的很十足。来，这是我们去迪士尼的，不知道第1天还是第2天，这个是乌心老师跟兔兔老师帮我们团队一起抢的10卷纳豆。我们这个团到底多爱吃纳豆啊！救命！
对啊，十卷没错吧？1、2、3、4、5、6、7、8、9、10，哇，硬生生的10卷纳豆哎，到底是怎么抢的？救命！因为那边的纳豆真的很便宜，我在台湾打死都不买的纳豆，在那边就是要狂吃猛吃哦，所以去那边必吃的就是纳豆卷、酱油团子、草莓、生茶哦，这几个东西呢，在台湾基本上是把那个日币当台币卖的哈，打死都不吃。对，所以其实我去日本其实比较不会去买一些什么潮牌名牌，因为其实我不懂。如果我懂了，搞不好我会去逛啦。但是我真的不懂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哦，这些东西哦，我觉得比这些东西，我觉得那个金曲37届的那个红毯比较重要。满脑子都觉得啊，我们今年团队有没有办法走一下？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好啦，而且我跟你讲，在那个回台湾前一天嘛，我就开始要收行李啊。然后收着，快点要清一下冰箱，就检查一下冰箱，看还有没有什么没有带的，要提好交价。提好交价是像意思就是要拿整齐啦，就是不要有漏掉的东西，提好交价。然后我就打开了，就是我们的小冰箱，马上会心一笑，你知道？我跟你讲，你们这个远远的看，有没有觉得你们？如果没有看到日文，你们根本不会想象这个是日本的冰箱，这是在日本旅游的冰箱，我们就不要看日文的部分，就觉得很像是某摊位会出现的冰箱，不是吗？原来1.5公斤这样来的，可是我1.5公斤就不见啦，就是1.5公斤就这样不见，不知道到底是怎么转移的。对，就是这个纳豆卷，说真的，我跟悟心老师、兔兔老师各自贡献了，就是大家都一样的量啊，到底是怎么转移过去的，这我不好说哦。难道就是因为少了深蹲这一趴就差这么多吗？对不对？然后我们这个冰箱，我这一定要好好的记录一下。我打开的当下，真的是马上噗嗤笑出来，会心一笑。我就觉得这个场景太可爱了，因为这次的这个束口袋，台味束口袋带出来，其实我单纯就只是觉得说，看说什么东西可以记录一下，然后可能可以放个护照啊，然后或者是送给我的日本朋友之类的。我真的万万没想到把这个束口袋带在身上，真的好多妙用哦！真的，尤其是你去吃饭，去一些店家，那店家可能说要外带的话，他们其实是不提供一些可能外带餐具的，因为为了环保。那我自己就有自己的束口袋，直接带回家，对，完完全全省事，完完全全环保，然后带回去一整排冰在冰箱的这个光景，对，我只能说我们可能就有点像台湾某个什么，对，什么保油啊，什么奇亚的那个店家，但其实不是哦，不是，对，就突然很像，哎，我在国旅吗？这不是哦，我真的人在日本，只是这一幕很像国旅，没有错。Kuros 啊，这一幕真的超像国旅的，真的，我就觉得哇，这一幕好可爱，会心一笑，就记下来。对，接下来又当做我们这个文化推广的一个算是企划书的某个内容这样子啊。束口袋，好，谢谢阿崔。我觉得我在国旅，但其实不是。对，到底是多爱台湾，多爱国旅哦。好，我再看一下有什么照片要分享给大家的，这样差不多了。然后很像差不多就这一些吧。然后这一趟呢，我从开友江那边也是获得了很多很多的欧米亚给哦，很多都是高热量的。然后其中一个是静冈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Coco， これがすごく有名らしいね。Coco， 这是我自己照的，就很像我们台湾的蛋黄派。这是明明是静冈很有名的这个，好，我们说奶油蛋糕好了，就是一旦变成朱迪卡口中的这个某个东西，就变得很台派啊！这不是我们台湾蛋黄派吗？对，听说这个在静冈非常的有名哦。对，这个对，但我吃了一下就，这个日本点心果然就是要配一些什么黑咖啡或者是一些茶叶之类的，甜度就是比较颇高。对，那你要说跟蛋黄派比起来哪个好吃啊？我的各有千秋啊，各有千秋，两边都不想得罪。这各有千秋，好不好？对，但是我觉得也是好吃啦。对，然后就甜度颇高，
而且也是有他们自己独特的香气，这样子。对，蛋黄派好吃。我这次啊带给开友讲是，果然又是我们义美的小泡芙跟那个义美的那个煎饼啊。它那个煎饼是那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有海苔口味、花生口味啊，然后就是在大卖场或者是 7-Eleven 随时买得到的那个煎饼，有没有？哦，那个他妈妈好爱吃哦，他们那个称为南部鲜贝，他们就称为说啊，これ南部鲜贝，この南部鲜贝めちゃくちゃ美味しいよ。我就说啊，南部鲜贝何？然后他就说啊，これ卵と小麦粉と砂糖で作ったこの鲜贝。然后我就听到蛋黄，我就想说哦，那应该不是他们米制鲜贝，原来他讲的就是我们义美的煎饼，他们就称为南部鲜贝，不知道为什么。我说哦，原来你们这叫南部鲜贝，我真不知道，我这从小吃到大，很好吃，对，就很好吃。然后我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静冈那边的一些欧米亚给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们照片抓一下，我真的拍了一堆，不知道该怎么整理，等我一下哦。何？看一下哦，我应该是回来再拍的，还是在那边拍的啊？乌纳基白呢？乌纳基白，哦，鳗鱼派也算是他们静冈很有名的东西呢。好，好，有了。哎呦，好，就是这些呢，就是这个我称之为那个日本蛋黄派的这个呢，然后听说在静冈很有名哈，就被我讲的廉价了。不会的，蛋黄派不会廉价，好吃。然后还有他们很好吃的这个算是抹茶年轮蛋糕，是右手边这个抹茶年轮蛋糕。其实我之后回台湾都有排起来了，我之后会再可能拼贴一下，会感觉比较美味。然后这里想跟大家讲的是那个 Unagi Bai， 就是在静冈算是很有名，算是很像送礼首选。可是我之前是在交换学生的时候，华代他常常就是把这个 Unagi Bai 塞给我，我是吃的有点腻了。那鳗鱼派它其实不是鳗鱼做的，你看牛妈，我们日本，不说我们台湾有什么太阳饼不是太阳做的，凤梨酥不是凤梨做的，他们不也有这个算是标题这个名称诈欺的这个状况吗？什么 Unagi Bai， 什么鳗鱼派里面没有鳗鱼啊，牛妈是不是？是不是？哦，这各国都有了，好不好？那鳗鱼派到底是什么？你们可以去查一下，基本上它就是做成鳗鱼的形状，很长条，但是它的口感是什么呢？它的口感就是喜饼常吃到的那个千层派的口感，就这样子。它的口感就是喜饼常蝴蝶酥啦，喜饼常吃的那个什么蝴蝶酥，或者是爱心形状，很酥脆，上面有一些砂糖粒的那些口感，然后它把它做的长长的，然后就称之为鳗鱼派。好不好？哦，这个不只有我们台湾就是算是标题诈欺的部分，我们这个日本也有啊，好不好？老婆评老婆做，我只是举个例，店先生你冷静，店先生。对，所以这个鳗鱼派是基本上每次我收到，然后我不是故意的，但是我都跟他讲说，马达口袋给，你们听得懂吗？就很厌恶，哪个是这样那种感觉。またこれ飽きたよ，就是已经腻了，我已经腻了这样子，对。然后他说不是啊，因为就是他觉得这个很好吃，你看讲真的这个很好吃。我说我知道很好吃，でも飽きたよ。これがめちゃくちゃ飽きすぎだよ，就是已经腻到不能再腻的这样，对，就很可爱啦，对，就是。对，所以这个部分呢，鳗鱼派的部分我还是有带回来，因为它真的其实也是很好吃啊。对，然后接下来最后，这一款面膜我觉得蛮特别，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但是我拆开之后，我看一下我有没有照相。它算是很贵的面膜哦，因为华代他很喜欢送我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呢。那这个面膜呢，它里面是佛祖的脸，没错，你们没听错，真的是佛祖的脸。
所以就是戴上去之后，你就变成佛祖了。简而言之，就是戴上去之后，你的脸就变成了一个佛祖。而且就是那个佛祖用的那个精华液也算不便宜哦，佛祖面膜，这个那很像是华代的妈妈特别买给猪猪的啦，所以我特别录影，然后还拍了就是非常佛祖的我自己，然后特别感谢他们，就是非常非常佛祖的脸。等一下哦，有我找到了，我给大家看一下。然后我们的配信直播也刚好差不多到4点。到一个段落，我觉得时间大概刚刚好。等我一下，我找到佛祖面膜了，你们等我一下。好，有了。听说这在日本不便宜耶，然后也谢谢华代妈妈替猪猪买的这个佛祖面膜。这个他就说。迪卡酱これぜひ使ってみて，就是你一定要用看看呢。迪卡酱，これは何？我就问说这里瞎回，然后说总之这个是很贵的面膜呢，然后你戴上去之后你就变成佛祖了。真的它上面真的是佛祖的这个纹路就是你打开之后，然后你脸贴上去，你就形成一个很安详，对，你就。心灵非常的安详及和谐，对，所以而且感觉又是不便宜的这个米发酵的这个精华液哦，对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他有讲，所以我当天应该不是当天啦，就是我回台湾之后就马上用了佛祖这个面膜，然后还拍了影片给他妈妈道谢这样子，就觉得好有趣哦，超好笑。然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哦。然后最后的部分啊，好，最后有帮 Double 老师带这个回来，因为这个长得真是太像他了。你们自己说像不像 Double 老师？这长得很像 Double 老师我那时候看就说奇怪，他长得好像某一个人，但是我那时候想不起来。而且他这个刚好是那个福岛那边的一个展，然后他这个是 Caramel 是那个牛奶糖呢，牛奶糖口味的最终，我就觉得它长得好可爱，我想说那我买回来好了，我又买几个回来送亲友，然后送到最后才想到说，靠，他长得好像大波老师，他真的长得很像大波老师，尤其是那个陈 Double 的那个什么，对，我们那个3D 的那个工地秀那天不是有那个抓漏达人陈 Double 的那张照片吗？我现在怎么突然找不到那张照片？抓漏达人那张照片，我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对比，他是超 Double 老师的抓漏达人陈 Double。等一下哦，我老婆看到。等一下，我突然怎么找不到啊？我的下载区真的放太多东西了。在哪？在哪里？我找不到抓漏达人陈大伯啊！我找不到呢。好了，算了，反正我 po 在 Twitter 啦。只是算不找啊，反正我 po 在 Twitter 好，谢谢大家。就只是超下的脸，对。戴上去真的会体验心灵祥和哦，真的。老婆饼是老婆做的，可是里面不含老婆，对，里面没有任何的老婆，不然很可怕，真的很可怕。还以为吃了送一位老婆是吗？这个老婆饼可能吃了没有办法送老婆，但是您如果就是对就是本频道的这个高阶会员有兴趣，这个搞不好加入还有机会送一个老公啦，对，因为本频道还蛮多抖 M 的哦，就是喜欢就是这个算是跟您各位老公的老公做交流的这个对这个抖 M 哦，这是哪一位我不好说啊，甚至还有另外一面再加点胡子更像，真的啊，超像的，对，你们可以去我推特看，我有把那个专业抓漏陈大伯那张图抓下来做一个对比哦。超级有趣，好，大概这样子。不过这个甜度真的很高我昨天拳击重训课之后，我自己也有把一颗带去吃，哇，那个真的，我只能说真的有够甜。
可是它真的很适合重训之后吃，因为你重训之后你就是要补充高糖分的点心或者是液体，才有办法生成你的肌肉。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所谓的蛋白饮品，就是我们健身在用的蛋白饮品的糖分之高的，就是它为了要让你好好的把 muscle 健壮哦。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健身之后很好的点心。只是我昨天吃了一口之后真的不容易，我吃了半颗我就不行了，马上阵亡，因为甜度真的太高。老婆饼里面应该有猪猪啊，为什么里面也有猪猪？会送猪猪吗？怎么可能？那我可怜，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好，然后我觉得应该最后啊，给大家看一下这次猪猪的这个非常台湾味风格的这个红白带的和服的这个融合的这个腰部的近照，这个腰部的近照我超级喜欢的。而且你们知道吗？我就很喜欢这些非常大正或者是昭和时代的这些配色嘛，所以其实我是先从包包开始选起，就是和服租借店他们可以让我们租借和服之外，还可以让我们搭配包包之类的。那包包的部分，他原本跟我讲说，哦，那你旁边的这个袋子你可以就是先收起来，收到你自己的行李区。他指的是我的嘎吉德啊。我跟他讲说，哦，不，我这个袋子就是要拿来配和服的，所以请让我拎着，然后选和服这样子。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没有问题。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就拿着我的这个嘎吉德啊，然后又选了这个颜色非常鲜明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包包，我想做一个对比。对，然后我就先从包包开始之后，然后回到和服区去选非常大正风格的和服。对，我再给你们看一个图哦。这张图虽然说很小，可是你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我喜欢什么样风格的东西。像这张图也是当初很像要委托什么 DN 还是什么风格的东西的时候，我有找去给厂商还是对方的那个绘师老师看。对，这些东西有没有觉得都是我喜欢的这些元素？那这个女服风格的这个配色也是非常大正非常昭和时代的这个配色的东西。对，有没有发现就是拿来抓到我这个红白带和服上面，其实完完全全是无违和的，比大力讲。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一次很开心，又可以用就是嘎吉德啊，然后在和服店搭配出自己喜欢的这个风格的和服，做一个记录，好爽哦，超级开心的，超级开心。是高蛋白饮没错，但高蛋白饮里面的糖分也非常的高，因为要生成我们的肌肉。对，大概是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觉得不晓得下次去日本还会不会有和服体验，因为下一趟去日本搞不好又是明年忙到一个阶段的事情了吧。对，但是下一趟其实猪猪比较想快点去鹿儿岛找学姐。这个理由有点不能说有趣啦，就是感觉苦中作乐。就是学姐就是前2天又在群组就是哀嚎说，我想离婚啦，我要离开这里，我要回台湾什么之类的。就学姐嫁过去，她很厉害，她其实生了3位混血的王子公主嘛。那孩子我记得好像最大的哥哥已经好像要高中了，是不是？还是国中，有点忘了。对，总之就是都把小朋友照顾得好好的。对只是我觉得夫妻间有很多的一些柴米油盐酱醋茶，可能就是也是我们可能外人不知道的。然后这一趟去日本之后我就刚好有跟学姐聊到说，就是刚好连续2年都去东京市区，我说下次我想要快点有机会去乡下地方去走走之类的。然后学姐就跟我讲一句话说，就说你要来快来，在我离婚之前。我说怎么了？你们又怎么了？没事，我只是最近很想离婚，如果你要来的话，就看要不要就是年底或者明年初快点来，不然我觉得我要离婚了。我说你可以不要讲的这么洒脱啦。就会变成说我原本是在犹豫，我下一趟想要去山口县找之前玩太古的好姐妹。
好，或者是那个我想一下，有啦，鹿儿岛也是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有学姐在，想说去鹿儿岛走走。然后因为他有讲，就是这次我在日本行，就这2次去日本行，他有讲他都会特别从静冈坐车过来找我。静冈的部分，学姐，我想你。那静冈那边其实我已经被邀请太多次了，因为他有讲，他就很希望我去静冈一趟。他说基本上富士山漂亮，然后又有好吃的汉堡排，什么萨瓦亚卡什么很有名，这个好 OK。他给我看过很多次，很多影片，什么有的没的，就一直叫我过去。我就说，可是我一次可能只能选一个地点，我就在纠结到底要去选哪里。然后告诉学姐，前2天在群组说，学姐我想你啊，反正我快离婚了，你快来啊！学姐，我下一趟就去鹿儿岛找你，学姐，学姐不会这么快离的。我觉得筑吉先生他应该舍不得，不，请等我去之后要离再说。不是，学姐，所以就讲完之后，我其实那时候心情，其实我觉得蛮揪心的，我就觉得好想念学姐，好想快点飞过去看看她哦。对，但是好死不死，因为我又刚从日本回来，然后今年度其实又有很多工作要忙，所以下一趟真的要去日本找学姐，我觉得可能还是得要到，我觉得就跟往年的排程差不多啦，就一路可能又忙到年底或者是年初的时候再规划过去这样子。学姐果然在挂台，学姐我很想你。我会努力，就是快点过去。可是不管你们有没有理啦，我就都不要勉强。如果真的我过去了，你们真的有怎样的话也没关系。对，就是你要好好的，好不好？对，就大概这样。对，然后我只想跟你们讲，辛苦你们了，经营婚姻真的不容易，对，你们都辛苦了。对，然后就希望大家都好好照顾自己。对，会撑到小孩念大学吗？哦，太好了，所以说我明年去还有机会。好啦，隼人ちゃん，嘘呀！今は高校生。隼人现在是高中生吗？他已经是高中生了吗？我的天哪！天哪！几年前在我眼中还是个小学生的隼人さん，他已经高中生了吗？怎么这么快啊！我天哪！啊，真的孩子会大，没事，学姐。我觉得你们会越来越好啦。对不起，我觉得我这样像讲干话，然后讲屁话。只是好，不管他们好不好，我只希望你好好的，好不好？你要好好的。然后明年，今年年底或明年初就去打老，对，不要这么快离婚，谢谢。不要这么快。好，学姐。好啦，谢谢。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很多缘分都就是彼此牵引着。对，因为学姐也是我在推广台湾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影响者呢，对，很重要的影响者之一。哦，4月要上高中了，好学姐，看样子我大概还有3年的机会可以去，而且我还去研究一下那个国际家教呢。对，你会老，他会大，哇，真的是这样子哎，真的没错。它的标题写着槟榔袋，是茄子袋写错了吗？啊，别欺骗一下你知道我说的槟榔袋是什么吗？来，我给你看一下，这边应该有刚刚才有空过来第一台的朋友，来，我们先来乍看之下，来，你这么看，你感觉这是啥货？笔记面线，你这么赶快看好清楚，这是啥货？看好清楚哈，这刚是槟榔。你感觉这是槟榔吗？而且这是日本的冰箱哦，这不是咱台湾的冰箱哦，这是在日本的冰箱哦。你给我看好详细哈！突然非常霹雳火、非常乡土剧的一个口吻，这样。对，打开冰箱的这一刻，我以为我在国旅，对我以为我又回到了日月潭，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清境农场之类的，或者我们阿里山之类的哦。好啦，这个是猪猪今年度为了就是跟大家玩一下那个槟榔梗，我们所推出的这个专业金烹槟榔袋啦吼，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高阶会员独有的东西哦。那么乍看之下，没有提到任何的槟榔字眼的这个槟榔袋，我只能说伟哉牛妈，赞叹牛妈，感恩牛妈，谢谢。好了，我们今天的配信就在这个非常台味的这个浓厚的这个情节下，我们做一个结尾。
做一个 ending， 好不好？即使是日本行，我们也要很台味的给它做个结束，好不好？来，我们找一下我们降落地点。那这边在降落啊哦，看一下降落地点。哦，感谢我刚刚一度找不到我们台湾漏的那个当下，我们 Double 老师马上神救援了哦。Double 老师，谢谢，我刚刚又有找到了啦，谢谢你。好，我真的觉得我们团队大家都好可爱哦，大家都不知道在可爱几点的，超级可爱。好，我们看一下，今嘛要降到伫咧倒一个水水胖胖的水堡，来，咱看一下吼。即嘛咧开台的水堡有足济，要选倒一个咧？咱就选好哦，咱就选咱西罗亚好啊，咱这个足古锥的妹妹吼，咱来去该支持一个咯。祖祖会开车，我会开车啊，我会开车啦，真的啦。这可以，你看伊拉托丹敢在我车上睡觉了，怎么会不敢，对不对？这一次要做几千个吗？哦，这个我已经这一次做了大概200快50个吧，对，225个还不够上次算一算，少做了我做到快250个。对，在挑化妆品好贵吗？哦，有吗？他又去免税店，他又出国了吗？春姐姐，对，开玩笑，我可是老司机耶，我自认技术还不错啦，应该啦。谢谢啦。今仔日来去日本佚佗的相片就到这，咱来去找咱古锥的西罗亚咯。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シア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ね。咱要继续降落伫咧咱西罗亚的顶端啦。吼，那西罗亚前面在创啥会，我嘛唔知影呢。我头都也无看。我刚不知道在干嘛，我就觉得有在开台哦，好可爱，好过去。好啦，我要降落过去西罗亚的频道，也谢谢今天大家陪猪猪。然后畅谈我们这一次的日本行，足足1个下午，我觉得我聊得好开心哦。我觉得果然就是，就像我之前有在配信的时候聊到啦，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不推广台湾文化的话，我真的可能的背包款款，然后都没做啊。我真的可能也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因为怎么做都不踏实。对，这个频道对我也很像也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吧？对，所以即使飞去日本，我还是尽其所能的带着所谓台湾的元素飞过去。我希望可以继续带着我们台湾的元素去发现更多崭新的融合，以及让更多的台湾人找回所谓我们台湾文化的自信。对，所以这趟去日本吃了好多东西，可是我依旧是没什么买东西回来嘞。我觉得可能我比较适合乡下地方吧。好啦，下一趟我们日本行的这个照片分享，高几率就是我们落到这个学姐的算是他们的婆家，好不好？对，到那个时候有机会就可以到我们学姐家住上几天哦，再跟大家分享他们算是比较日本传统式的这个榻榻米的这个房子跟房间的这些细节部分，好期待哦。好，学姐等我。不会啦，不会这么快离婚啦，你要好好的吼，爱你吼，想你。好的，行安呢，明天会开台哦，大家明天见，拜拜。